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哦。其实也没有好久不见哎，因为毕竟我还是有出现在其他 V 鹏鹏的联动嘛，对不对？大家安 ，Hello， 哎，真的，我自己开台是好久不见了。来，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的声音跟我的声音。合ってるのバランスがいいのかい？みんなお久しぶり。真的好久不见，好，没事的。我们本月的寿星啊月吼，很久没回来这里了。对，我是很久没回来这边，只是我就是有去其他 B 鹏鹏那边做客啦。对，Hello， 塔瓦广义刘妈，3年不见了吗？应该没有这么久，大概5年呐。啊，不是，少哥，你确定吗？Georgie 拉塞，对，上次在长官那边，然后礼拜一又是在那个乌星那边嘛，对不对？我在乌星那边，那个不是我，我北宫姐有不？然后 B 轩小声，好 ，B 轩小声，这样可以了。哎 ，Dick 好久不见了，你最近好不好？我还在想说，哎，因为好，我等下再慢慢跟你说哈。然后我看一下 River 伊拉塞广义啊，广义应该也有收到猪猪啊，不知道收获了没啦？但是如果已经收获的话，你各位如果有订购猪猪的周边之外，然后刚好您又是1.5年资的以世足总裁 ，OK， 蒙拉江 C 口，就代表说您的包裹里面是有存在我们非常温暖的贝贝以及抱枕的，这就是我们1.5年资的福利哈。哎，这2天天气很冷。如果您是符合1.5年资的以世足总裁，你刚好有买我的周边的话，快点去领回来，好不好？因为台湾热得很快，太久没回来，地下室都蜘蛛网，可以亲一下吗？哦，别这么说，那是我的工作嘛，别抢着做啊，别抢着做，刘妈。Deco 不好哦。超级不好哦，好是这样的，因为猪猪在1月、2月有回归 Play One， 我就是一直在期待，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现。对，但是因为毕竟 Deco 努力认真念书，可能也不太有机会会知道说猪猪有回归 Play One 这样。对，但没关系，虽然说我们其实到了2月底合约就告一段落了，我又拜拜了。我又拜拜，但是你如果想过去，随时可以，因为我们那边还是24小时开放哈，都有哥哥姐姐在那边听你说、听你讲，好不好？什么叫一起碰？好赞！有收到了哈，学姐我有看到你各位在 DC 的那个开箱文，谢谢你们，而且那个分享的照片就是，我眼睛怎么那么大？我也把酒讲今天就打绿耶，新破谢谢加入第20个月猪仔专员，这里没有老婆，这边只有你各位的哥们哈。然后刘妈谢谢19个月猪仔专员，只是管厕所地下室。好啦，对不起，你不要把我手上的那个 Dyson 抢走就好。子清嫂子，爱你，谢谢你。等下去领没关系，广义慢慢来，不急。好，你各位的包裹会很安详的放在我们全家，而且我真的要谢谢你大家，就是明明这2天才刚到货，我刚又抽空看了一下后台，想说大家应该都到货了吧？然后我就到货那个选项点进去，想说奇怪，怎么才想说为什么才到货20项？我想说应该都要全到货了，不是吗？我就很紧张，因为有大概5-60件吧。然后我想说5-60件，其他的呢？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这就有20件？我就有点紧张，就有点慌张这样。然后我就查，就一直查，想说奇怪，出货也出货啦，但为什么这就有到货20件？然后又不小心点到那个已取货结果已取货30几件。就原来你们已经取走了，是不是？迫不及待把你各位的货取回家，这样子哈。OK， 取得好，祝你们早生贵子。很奇怪，我想奇怪，为什么到货才20件，我就紧张了一下。对，我原本还想说，要不要打电话去问一下那个全家的那个后勤还之类的，而且我又点选的那个已取货，就显示30几件已取货，这样我就安心了这样。哇，你各位取得很快，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取回家这样子。然后 Jenny 伊拉塞，原来全家的人把他娃娃的什么，把他娃娃翻，是这样子。他娃娃的包裹不晓得为什么这次都非常的激烈，不管是这次以世足总裁的那个回馈，还是说这次的周边都非常的激烈，已经不成人形了。然后他娃也解释说，这个就代表我对你的爱如此激烈。我真的
好喜欢这个梗哦。然后谢谢24老的发起，这24老太忙了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先过来。品轩，哎呀，这不是我们又回归我们总裁的我们阿月吗？第15个月了，阿啦！而且其实我有在 DC 看到那个阿月的那个生日火锅嘛，我会说3月14号，我会说白色情人节是因为这不是。哎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梗，因为阿月出生在3月14号，所以我那天就在 DC 留下了说，原来今天是3月14号吗？对，然后我就被刁爆了，就其他妹线以为我碰了，我说我没有碰，我只是想说阿月的生日3月14号，说我来不及回应，我那时候忙其他事情，想说算了，不要理你们。厕所你什么？负责清，不要你们为什么都要负责？不，等一下，你们为什么都要负责清洁？不是你各位1秒钟几10万上下的总裁，等一下说到总裁，我家总裁其实已经多到我有点完蛋了，我是不是要收个上限？我觉得我家总裁已经要比300块还便宜了。只要你们3200的币值是等于320块吗？为什么你们3200的币值有办法感觉就是加到感觉像320块一样，就是加的很像说不痛不痒这样子？因为很像前2天又菜菜的加入嘛，然后还有趴趴熊的加入，我想说你们是怎么了？一个揪一个是这样吗？跟老鼠会一样。成绩掉了，因为其他一些问题不考虑台中，最后留竹苗区。比较在意的是你没办法跟你很好的朋友一起去台中读书吗？好啦，我觉得人生也是会经历一些可能先想好的东西，但是呢可能不见得有办法跟想象的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环啊。这也是人生的一环。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转个圈其实绕久一点会发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发现任何事情发生都会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它不会是白费，好不好？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鸡汤？不会啊，我只是看到 Deco 很可爱，因为不晓得就也很开心看到他，因为他是我们之前在 Play One 还有就住在YT 这边的很小的观众，而且小年纪，基本上他非常的疯啦，而且也非常早熟哈。追生者以拉塞，好啦 ，Deco 祝福你，不管是身心灵或者是各方面都顺利哈。已取件是另外一页，对，是另外一页就记。我超奇怪，为什么只有20件到达？什么其他的那些，我就有点紧张。就按到已取件那边30几件已经取走了谢谢大家。阿崔，来塞，阿崔，最近超不顺，好生病，昨天手割伤，我的天哪，你真的要好好保重少雨兰伊拉塞。少哥，人生走我不如意，你已经有努力过，别太苛责自己。对，我觉得重点是有努力，因为其实出社会会发现说，这个社会其实大家都是结果论的，那个没有办法。因为例如说你进入这间公司，那公司看的就是考绩业绩，公司一律就是还是希望可以聘请到可以帮公司赚钱的员工嘛，所以大家是结果论的，那个很正常，这个不是现实，因为毕竟老板也要赚钱，老板也要养家，老板更要养员工，对，就是因为很现实，所以结果论我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东西，但是也是因为我知道结果论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东西，所以我这个人一点都不结果论。但是我在我的工作上面我会蛮结果论的啦，我在我工作上面我就会觉得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今天没有达到一个目标，那我就什么都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对啊。但是如果是今天是面对就是例如面线们或者是我的朋友，我完全没办法结果论，对，那个就是会换一个心态这样子。我对你们不用结果论啊，所以我常跟我观众讲说，我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很妙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经营这条路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啦。孙的音乐世界，猪骨汤，竟然是听甜蜜，是。秋天枫叶伊拉塞，你不是普通会员吗？那个广义，你那个，我想把你丢下去。我们1.5年资的那个高阶会员很爱装萌新啊，我真的开3800，然后上面挂个萌新，你们真的会有人加入吗？我觉得会耶，因为你们很爱讲干话。机会赶不上变化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就是把你自己充实再充实，让你自己有选择权，不要让工作来选你。未来啦，就是你如果把自己充实，更加的该怎么说？把自己充饱啦，各方面充饱之后，是你去选工作，不是工作选你。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就会比较怎么讲？
比较宽心呐、就是也不是说成不成功，因为基本上你有办法选工作，不代表你成功啊，搞不好你选错了，好死不死选到一间烂公司之类的这样，对啦，所以我觉得，总之像学生时期能够充实就充实自己哈。打错吗？迪奥伊拉塞，我没有吃嘟嘟，防弹咖啡伊拉塞，诺言伊拉塞，总裁有几个啊？总裁有，我大家去后台算一下，这是个好问题，人数应该超过300的了，对，很像我现在的那个3200已经超过了我那个300块的组长了，我很像真的是这样子。你是忘记谁是你的总裁了？不会啊，我的总裁们基本上都不会忘记吧？你是300的啊，你们都下去，你们都下去。不是这样讲了，因为我的后台不是我的后台，应该是说斯特风伊拉塞，应该说因为有一些总裁他们都是用非常我不要说暴力，也不算暴力，但感觉也蛮暴力的，就直接从绿界直接加你个半年1年，对果真暴力，好，非常非常的霸总 ，OK， 不愧是我家总裁，很霸总哈。对，那几个那个胡小姐啊，那几个广义啊，那几个那个什么小天啊，对啊，那几个什么球球啊。然后那几个什么24啊，对啊，就很暴力的直接用那个绿界加不是半年就是1年嘛，对啊，所以我这边 YT 后台显示他们不是总裁，那个都是假的，对，那我的眼睛也这样中的。公司看烤鸡饿了是吗？好啦，我是觉得烤鸡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压力很大了，不如我们转念一下嘛，刘妈的烤鸡感觉让人家比较快乐嘛，对不对？是不是？广老说什么呢？他娃你下去，他娃这边算是双边呢，他娃是这边的总裁，然后也是绿界总裁。你们到底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因为我这个礼拜就是在忙包货，然后我就也是会担心说可能演算法，例如说我们好不容易冲到3300了嘛，但是因为我基本上已经5-6天没开台了嘛，因为在包货嘛，然后我就很担心演算法，就是说可能就是会真的会有一些差别这样，然后再加上会有一些订阅也是会被吃掉，所以现在已经缩到大概3.29，对，那也是意料中的这样，所以我自己有点紧张，就糟糕没有办法开台，但却也没办法，毕竟要包货嘛，对但是在这几天就莫名其妙，就是有一些之前很专情到处滴滴的面线愿意成为我家的总裁，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在挑在我包货的这几天没办法开台，这几天多了2位新总裁，我想说奇怪，我就没开台，你们到底是有什么？为什么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在这个时间点加入？就觉得很生气，这样。先躺一下好，OK， 辛苦了 ，Deco， 快去休息，拜拜。松松啊，阿拉，你今天来请谁帮你弄松啊？松松 ，Equator 伊拉塞，谢谢你加入第9个月猪仔专员迪卡这不是我们辣哥吗？鸭老。我看到鸭老我就，对，我忘不掉他的金毛，我忘不掉他的人设这样子。3000什么？我刚刚说的什么对不起，我刚刚说的3330是应该是33000我在讲什么？光合作用伊拉塞，什么？我刚又语误了吗？以实际到伊拉塞。流量密码对，结果我的流量密码是不开台，然后我就可以迎来了，就是我的遗世主总裁是这样子吗？那我遗世主总裁，哎呦，亚伊斯，你叫姐姐没办法醒啊，我这个是西星哦，我这里没有醒哦，亚伊斯，精品干练没了吗？还在啦，还在，应该啦。我真的觉得我有一阵子没开台，我刚才在想说，我那个东西这样弄对吗？我今天麦克风 balance 还好吗？我这个 BGM 这样 OK 吼。好啦，你们知道那又是那个猪猪回来就好了吼。我要是哪一天真的非常精明干练，就跟那个冷血的机器一样，你们不会反而觉得不有趣吗？是不是？我们还是活得人性化一点哈。我们还是活得人性化一点哈。迪卡像是几头身哦？你可以帮我算一下，我也不知道我几头身我一下没特别去算。这是精明干练猪猪就是我。然后今天来到了3月嘛，然后货全部出去了，然后刚好我们1月跟2月份的 Play One
的业绩，我们也都很圆满、很圆满的达成了。对，在今天就稍微想跟大家先小小聊一下天，我们待会再继续我们唱歌。对，因为我今天在重训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都很怎么讲，很宽心，然后也觉得很安详嘛，我该怎么说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在做那个，那个是什么机器？教练都跟我讲说那个叫史密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史密斯。他说：“来，猪猪来做史密斯。”我说：“好哦。”我不知道史密斯到底是什么机器，反正你们去查那个重训史密斯就知道。然后今天又被教练抓过去做史密斯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很像莫约在1月的时候，我那天做史密斯做的我的脸非常非常的严肃，但是我做的基本上就是我已经重训一段时间了，所以动作就是标准。可是教练那天就问我说：“迪卡你是安娜？”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他说：“你的脸非常严肃。”我说：“有吗？真的吗？”然后他说：“你写的熊瞎回。”我说：“好啦，就是那个1、2月吼。”我只能说我接了一个非常棘手的单啊，因为我实在是也很难跟他讲说，那个我在 Play One 那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达标，他应该也听不懂吧？他应该也听不懂。欢迎你们吼，至森林吗？伊拉塞，我想说。所以我只能跟他讲说，没有啦，就是我就接了一个莫名困难的单，虽然说他的酬劳真的不错，但是我真的也很担心我没有办法达成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想拼看看，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那个脸可能变得莫名的严肃，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我应该怎么达标它之类的这样，对，然后教练听到就有跟我聊一下巴拉巴拉之类的这样，对，就就是没有，就我说没事，只是我自己想挑战一个就是有点高难度的一个该怎么说。一个目标之类的，这样对，然后那天讲完之后，就这1-2个月，就是面线也是对，就想到说哇，1月达标之后又有2月嘛，然后2月我也在紧张，说不知道是不是有办法再达标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们2月结束，今天我回去重训，然后又被教练抓去史密斯那个机台，我就突然想到说，教练。我是不是在1月多的时候有跟你聊过，说我那个时候很担心我有一个业绩没办法达标，我就直接跟他讲业绩好了，对，就业绩。他说对啊，所以呢，我说我成功了，我说我跟我的朋友们成功了，对，就觉得好开心，就觉得我就突然想到说，对吼，3月到了，然后我们也都完成了，就是有点困难的同阶，不应该是非常困难的同阶，我真的谢谢你们。然后就今天重训的就是。我又突破了一个极限了，对，就是各方面对，但是我的脸非常的安详，然后教练就说：“你可以不要用这么安详的脸重训吗？”然后我就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严肃的脸也不行，安详的脸也不行，你到底要我怎样？”他说：“对不起。”就我那个教练很好聊啊，超可爱的，那时候一定会吓坏，会想猪猪怎么了？对啊。就是我想说，到底是多严肃，我自己是不知道啦。但是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有在烦恼，说我不知道达不达得到。对，然后3月到了，我们2个月都达标了，我真的谢谢你们。对，我只想跟你们讲这件事情，谢谢你们的帮忙，完全没有问题了。9头身加2颗什么东西？组间什么东西？乘风伊拉塞可爱的服装，谢谢。安详的史密斯吗？对，所以我今天重训的那个表情异常的安详，但是又是做一些有点困难的动作这样子。对啊，2个月都达标，你们真的很厉害，不是我厉害哦，我只能说是你们真的很厉害。为了庆祝猪猪达标，这样就默默把那个你们知道就好。他今天最后一组真的超过分，他今天最后一组很过分，你知道吗？他说：“你今天的表情还不错呢，既然表情还不错，那是不是那个训练不够嘛？”然后又加重组数，超过分的。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臀部有被训练起来，对，已经有到达我要的那个目标了啊！这个，对，我要造福我的未来老公，把自己身体练好，我要造福我未来老公。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1、2月达标了，然后就也很开心，可能就是其实我是在开心，除了达标之外，就是观众不用再跟我一起，就是可能扛着这个压力吧，因为我其实1、2月我很担心这个压力会让观众觉得失去了
原本看台的初衷这样子。对，但是我只能觉得你各位就那个超级业务齁你各位真的是我超级业务每次我移动过去那边的时候，你们都说再一个再两个那个快开起来再一下等我一下就感觉你们像我在下面瞧些什么事情，不然就在 DC 就水灵会帮我发那个讯息说欢迎大家来到 Play One， 然后其他面先就会在 DC 说再一个再两个谢谢谢谢你们啦，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教练超魔鬼，他真的超坏的好不好？奖励的伊拉塞，对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礼拜虽然说也是会担心可能演算法还有就是被吃掉的一些订阅，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把它追回来，一定有办法追回来的，不要紧，我从今天开始追，对那些失去的我会再把它讨回来，不用担心。水灵宝贝，对啊，然后也谢谢水灵宝贝在猪猪没办法开台的时候就努力的贡献精华还有 shorts， 谢谢你们，谢谢，最多5个不行了教练很过分，他今天让我做到10组，他真的超过分的。潜水白熊伊拉塞，大概心境上大概是这样子，就过了1、2月算是比较繁忙的，就是除了我的2周年要庆祝，然后还有周边出货，然后刚好又 Play One 那边有一个比较刺激的合约，对，但是我觉得可以达标真的很开心，对，然后3月份开始刚好又衔接我自己想要做的企划，对，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安详，非常的美好，对，衔接的很好这样。然后刚好前阵子嘛，就是有在跟大家讨论说我就是是否要换电脑这件事情，但其实我自己也在担心说就是总是募资下去也是一笔数字，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解决的方法，就不要让大家花太多钱。对，结果有一个方法很棒，对，我们首先感谢猪儿子要献出他的，因为他跟我讲说就是不如就是先用面谱看看吧，是不是可以分掉一些就是电脑很辛苦的资源。我就说真的吗？可是我的手机不是 Apple 啊，然后很像猪儿子刚好换了新的手机吧，然后猪儿子就说好妈妈，我给你我的这个旧的，你先试看看。我就真的太孝顺了，真的太孝顺了，你不止迫害你妈，原来你还真的就是非常的孝顺这个就是孝亲费对啊，所以真的先谢谢猪儿子，对，贡献了他的这个旧的苹果手机，让猪猪试看看面补是不是可以有效，就是让分工效能，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卡顿这样子。你的母慈子孝好用在这里可以这样子，但是前2天的那个 Twitter 不对前2天那个母慈子孝很奇怪儿子孝顺相当欣慰，对，相当欣慰。然后今天是杂谈我今天是歌杂啦，对，有些东西想先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都是母慈是什么东西？我好想把阿月背下去，好一个母慈子孝，你何以速供？好，都是好 OK， 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好啦，然后因为前2天有我们的新任总裁有我们新任总裁，我记得我们其中一位总裁很像今天还明天就生日了。趴趴熊是明天，所以明天趴趴熊即将获得猪猪高阶会员独家的生日贺礼的那个语音我这个也先注记一下恭喜趴趴熊，我们这个月生日的总裁有趴趴熊、阿月、Rico 大哥以及广义对，在他们生日当天我都会献上我的生日祝福语音，让他们听个1000遍100遍，听到腻我也不管，听到腻一概不负责，对对，刚好就是趴趴熊在一个只能说很像刚好也是3月吧，对，然后他可能想说对趁3月可以就是也领一下生日语音之类的，我觉得 OK， 非常的欢迎，对，就是当月如果您还是以世足总裁，就或许就是想说，因为其实高阶3200真的不便宜，那大家省吃俭用，刚好在自己生日月加入又可以领到就是生日的语音，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对，你们可以自己精算一下超给的那个什么超那个超过分的好不好？他就给了我那张图之后又跟我讲说妈，我这个有旧的那个苹果，你拿去用看看。我就到底是真的假的？你是要你妈人格分裂吗？你现在到底是怎样？又在迫害我吗？已经不相信人性了这样子。
我好久不见，让你去找黑屋嘛？没有啦，我干嘛让你去找黑屋？不好是摩西的，摩西会吃醋不是吗？茶猫粥那个很棒，你们果然都被他洗脑了，好不好？猪猪变妈妈了，应该是说我有之前有怎么讲，有一个儿子，他叫做茶猫，他是 VTuber， 因为他是我画的这样子。他就是说想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这样。嗨，红伊拉塞，大姐伊拉塞，大姐没事，我有收到你的讯息，没事。你们真的都很38，你们真的到底是在38什么？你们就是有一些仪式主，他们要就是可能仪式主或经理啦，他们就是可能暂时最近手头比较没有那么宽裕，或者是说家里需要用钱还干嘛的，他们居然还会特别跟我讲说，猪猪不好意思，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就是我可能要先那个抽离一下，可能仪式主或者经理什么之类的。我心里想说没有关系，你就尽量抽离，对，不私讯我也没关系。可是他们都会报备。他们都会很乖的报备，我说没有关系，OK 的，你们生活比较重要。3200比600便宜可怜，对，像连300块都比3200贵了，我的天哪！俊伟伊拉塞，猪变吗？什么超市？不是，好啦，要说OK 啦，我有猫儿子啊，我一直以来都有猫儿子啊，我很像初配信半年还1年之后就有猫儿子啦，因为我把它画出来了，然后。杰卡伊拉塞，然后艾伦伊拉塞，然后霍西伊拉塞，好久不见，谢谢你过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呢，也很谢谢，就是猫儿子有把就是旧的 iPhone 吗？那应该是 iPhone， 对，脑筋转不过来，就是要之后会度浪给猪猪，可能试一下面部。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再观察一下那一阵子是不是猪猪的模型能够更加的顺畅，然后可以分工一下电脑的效能，然后也不要让大家就是花这么多钱在这个部分，因为你们知道怎么样吗？其实我今年度除了就是新的台湾文创竹机这个企划想跑之外，我有一个很想在今年度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蜘蛛今年度我非常想要尽快在今年度把原创曲做出来。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之前很担心说电脑募资下去，大家真的会被看挤，因为你们知道原创曲的部分，如果真的要做到很精致，也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对，所以我之前也在烦恼说，怎么办？就是可能这个应该要怎么安排会比较好。对，但是还好，现在可能我们可以先从面部的部分先获得解决。那么今年度的原创曲的部分，我这边已经开始在进行，想要跟老师就是做一个比较细部的洽谈之类的这样子。还在画茶猫，是，对啊，那时候还在画茶猪，没有错。好像前年9月以前就慢慢在画这样子。对，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大工程。对，但是因为老师也说了，就是说像原创曲的部分，你要做到很精致，非常贵的有，然后要做到很亲民，然后非常佛心的价钱也有，主要还是要看说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因为我左思右想，虽然说我很享受在这条路上，不过呢，我觉得到头来，因为大家也都不晓得可以做多久嘛，那目前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的话，我希望可以发展更多的原创，因为原创的确是不好做。那但是呢，如果真的今天想要把自己的东西端出来的话，可能还是得要回归于我们自己的原创。对，所以其实我其实在去年底就有在想这件事情了。对，那去年底跟大家一起努力的拼进了金币入围之后，我更加的相信之后不管什么东西，我们还是得要回归到台湾的原创。因为毕竟我是台湾 VTuber， 那回归到台湾原创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更加的有想要尽快把原创曲做出来的冲动。对，但是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的这几个曲我就只会唱歌，我对作词，我对作曲，甚至我根本不会乐器，什么都一窍不通。对，所以也还好，就是有毕鹏鹏刚好有
怎么讲，阴错阳差，就是在南部这边有一个工作室，还好就是有机会让我去接洽，然后目前就住这边会慢慢的进行，然后到时候要开募资的时候 ，OK， 我会再跟大家报备我们的进度以及募资的金额，到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冲刺吧。一个社长个性要做，怎么可能只是简单就好？真的是这样子，对对对，要直接挑战台语原创曲了吗？其实我不晓得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因为毕竟我不是音乐人。讲简单一点，我对音乐不熟。对，你们也知道，你们光是看我台这么久，都知道我对设备、什么的麦克风、什么声卡多么没有概念了。对，我比较有概念、比较有自信的原创是在于漫画创作。对，但是呢，跳到音乐完全一窍不通。对，但是我觉得原创曲，我希望今年可以试看看。那之后有什么样的进度，我一定会再回报大家。然后到时候金额开出来 ，OK， 大家在一起冲刺。对，但是我自己心里有个底啦，应该是不可能让我们做到太贵，因为毕竟我自己个人是能够负荷的一个金额其实也是有限，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做到大家都满意，但是也不要太贵的状况。这个应该是所有的买家都希望的吧。直接挑战台语的部分，其实我有在想台语跟国语混在一起，我有在思考这件事情。不过还是要让老师，我还是要把我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想做的东西稍微跟老师再细部的讨论吧。因为我在信件里面已经有把我初步的一些想法跟老师说了，对。那到时候再看老师有什么建议，对，因为也是要看有什么曲风比较适合我唱这样子。很厉害的个人是吗？撞钟校长。我跟你讲，很多个人是都是校长兼撞钟啦，不只有我这样。对对，只是我今年度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得回归于原创，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必须要赶快加紧脚步了。虽然说我目前很多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对，但是呢，我后面有你们，对，就觉得我们就一起冲看看吧。森雅伊拉塞，你都曝光要给大家惊喜了，好像也该给你看看惊喜。等一下，你有什么惊喜吗？阿月，我觉得你在好小我。其实我这个也不算惊喜，因为我还没有做出来。对，但是这个算是很大的一个计划，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怎么想，我想做什么。对，因为接下来募资这个部分，当然还是对，还是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说，舅舅要干嘛？因为之后毕竟还是会走到募资这个部分，这样。什么叫曲风就胖？哪有？我唱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精明干练的炫技感，好不好？猪记得保暖吗？好 ，OK， 大姐快去睡觉。亮亮伊拉塞，欢迎大家。对，这个就是我这2天边包货，然后整理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情吧。对，然后因为也几天没有回来了，所以今天下午我不会到普雷湾。对，今天下午不会到普雷湾，然后也很谢谢阿雅歌王子有特别跟我确认想要过去的时间。对，但是我今天可能想要陪大家久一点。对，那大概也是陪大家大概到5点多一些，我就会下播休息。对，继续去忙其他东西这样子。大概3月开始会着重在我 YT 这边的经营了。那普雷湾那边我有空一样会过去。对，例如开车的时候啊，给大家听一下那个什么打方向盘的环境音啊、手刹的声音啊之类的这样子。对，好，小胖谢谢。今天竟然是全身直播吗？谢谢 Joker， 我之前有过1次，欢迎补档。献祭了知名干练吗？什么叫剩下风？那西瓜听出门办点事情哦。好，没有关系，阿月拜拜咯。还有走错，不是啊，我那天他导航很奇怪，好不好？我那次被洪梦辰学长盗账号，好，就这样。所有走错路，所有就是跑错方向，绝对不可能是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走错路刚好可以问路，没有啊？我们一样导航 Google 小姐不就好了嘛？对不对？细不细？好，谢谢你们，我们先来唱歌吧。对呀，然后就是该出去的货都出去了，谢谢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已经把好多的周边取回家了。对，而且你们很懂嘛，你们都知道我故意把那个曲
打错吼。对，我就故意玩弄人心，故意玩弄你们，就，这到底有错啊？没错啊，这样嘿，对，让你们每天的心思都在我身上，这样。好了，我看到阿月的那样，等一下，阿月那个好可爱啊！你这个太会了，这个我们这个东方先生，你真的是太会了，谢谢，我看到了，超喜欢。学长真的跟猪这样，哪有？不是我很会开车，好不好？我方向感算好吗？方向灯伸手下车灯，车上要打呼是忙碌辛苦。第一首什么歌哦？第一首是我看一下哦。玩弄你很坏吗？我通常玩一下你们，然后我就被玩回来了哈。我这个，我爸爸说不是胖子，爸爸都这样，把我做的这么漂亮，这么精美。就连一件胖次都不给我。他说：“猪猪，你那个不是胖次，你那个是死酷水。猪猪，你的3.0就只能 no 胖。”对，爸爸是这样跟我讲的。第一首猪歌嘛。对，我前2天到长官那边，到李雅那边合唱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很想要 cue 这首歌出来玩，因为歌唱老师一直叫猪猪要练低音，因为歌唱老师也直接跟我讲说，猪猪你高音够稳了，他叫我练低音，可以的话连男生的 key 都唱下去看看。我一开始觉得我可能没办法，但是你要去练，还真的做得到，还蛮厉害的。只愿寺远已拉塞。一个不会左右说自己我没错，我左手右手不分，可是我开车很少迷路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很会开车，马上示范一下吗？有，我可以示范给你看哦。鬼岛地狱生存者，你等我一下，我很会开车，我超会开车，好不好？来，有没有？哇，竞速奔驰对不对？好了，我不要讲干话了，我唱歌。我们今天也随性挑几首歌来唱哈，陪大家大概到很随性的，真的到5点，所以我们就不要赶进度，然后想聊什么就聊，想唱什么就唱。然后这个下午高雄有点凉，然后中北部是不是有下雨，就也不知道。总之你们注意保暖哈，然后记得尽快把你们的货取回家。对了，说到这个，我们那个2周年的通贩，还有最后一个3.0的立牌，看哪位专情的弟弟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哈。那我们2周年通贩的网址就在我们资讯栏下方哈，就有缩网址贴在那边了。最后一组真的是最后一支立牌哈，看哪位专心的弟弟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还没有暖嗓，但今天就轻松的唱吧。能不能蒙上眼睛就可以不伤心？能不能脱下面具还可以很心？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要爱下去。等一下，我那个是下去了吗？爱可以相知相惜，相依为对，他真的下去。等一下，爱可以心有灵犀，动魄惊喜，却难以抗拒流星的宿命。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用清醒，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世界，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随行，谁愿意一股心？如果能变成蚂蚁，我愿意趋近于零。冥冥中明明是你，明明还不死心。生命是一个谜语，因为你已深
最初的一心一意，深信不疑，不能没有你。最后的情非得已，身不由己，当无欢喜，今夕是何夕？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要迁徙，还有梦能紧紧抱着你。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你给我的命，下一辈子再还你。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不要命，不离不弃，暴风雨里静静的运行。爱写出我的诗经，算不出我的命运。你借我的命还给天地，还给你。还给你。星辰暗暗，波西米亚伊拉塞。阿崔说：“我属于你的朱棣。”哎，是哎，哎是呢，很会改呢。我属于你的注定，不属于我的命运。我记得这首歌很像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它不是主题曲，它应该只是插曲，是不是？对，但是这首插曲非常非常的红，好像有红过主题曲吧。好命运啊！啊，伊拉塞这个学姐，我中午可以吹小佑老师。对，我昨天有去找小佑老师，然后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看到小佑老师了，然后我也是拍了很多照，然后我就想说要快点分享进小佑老师跟学姐的群组里面，有没有？然后分享过去，然后我想说奇怪，怎么学姐都没有回我这样子？对，然后因为真的太忙了，今天早上才发现说啊靠，我不是分享在群组，我是只有分享给小佑老师，难怪想到奇怪学姐怎么不回我这样。啊，你在好想去啊！等你回台湾啦，好不好？对对对，哎呀，祝福谢长就是健健康康、顺顺利利哦。哎，对了，我刚的 BGM 还有不是 BGM， 对不起，应该是卡拉 OK， 声音还 OK 吼。好，那我们继续来。今天也是随性的唱吼，亮傻脾气不回，他傻脾气不回，其实只是因为我发错群组了，应该说我不小心发到那个学姐看不到的那个，只有小佑老师收得到的，对啊的地方。好，紧接着没有，我今天没有要烹哦。今天来唱这个，好来。就觉得今天好适合唱这首歌哦。新秀伊拉塞。
费劲无共时，叶若落途随不去，五花已经无共味。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只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强强，伊拉塞，强强，你的爱情恰恰有够古锥呢！啊啦，可怜哇可怜哇！欢迎我们珠子，感谢珠子的打 call， 珠子你要盖贝贝哦！我1.5年资的总裁都陆续收到了我们暖暖的贝贝。牛皮匆匆伊拉塞，诺克达，欢迎你们哦！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式，只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寒冬也会变春天。啊，对不起，我打错字了。哦，强强妈妈，是，强强，你是还没有睡觉，还是差不多要睡了？好，不要太累哦，强强。像跟砰砰猪说，没有，今天，今天，哎，我今天还没砰啊，我今天还没砰吧？哪有砰？哪有？哎，我打错字，就打错字而已吼。那叫打错字，那个比较砰，好不好？对，今天我还在精明概念，好不好？你为什么可以回复我这么理直气壮？
刚刚的 A 吗？什么 A？ 有啊，没下去。刚刚那个声音就是风的音效，你可以再过分一点，珠子。你是很久没上小黑屋了哈，珠子哈。好吃鸡排真正棒吗？第一天买账号看台吗？买账号吗？哦，好哦，谢谢。传错什么传错群组什么东西？还不算啊，待会才有更啥？没有，我今天很放松，我今天很 free， 好不好？修伊拉塞，欢迎我们 HR 修吼。上次在 Play One HR 对杠那样，互相挖角对方一些那个有的没的这样，两位 HR 对杠那样。上班偷看，好，没有关系 ，OK 的，我们 HR OK， 上班重要，好不好？有空在第一台留言就好了哦。来，我们继续哦。我看一下右手边有什么，我就唱什么。右手边有，高雄这2天温差真的很大哎，我在担心我是有点感冒。哦不。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我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不行，我现在看到子琪，我都会想到李雅，我的香港阿琪。李雅，我回不去了，你要负责。香港阿琪。想你说爱我的语气，想你望着我的眼睛，我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想象你是我，纠结不要把那个打出来。想象你离开的一刻，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回忆，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我已经不再存在你的心里，就让我独自守着回忆。如果阳光永远都炽热，如果彩虹不会掉颜色，你能不能不离开呢？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至少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请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的回忆。那个不公平，这个锅我要请林雅长官给我背起来，林雅长官，我回不去了。
哇，香港阿奇跟惠妹这个后劲真的太强了，啊，我会笑死！没有，这个不是疯啊。哦，这首其实从黄明志飙高音的歌词来了吗？哦，真的吗？哎，哦，很像是哦。因为黄明志那首飙高音，我之前有想要练，但是我知道怎么又忘记要练它了。对，可以练一下哎。因为黄明志很多首歌我都很喜欢，香港阿奇很爱飙高，是香港阿奇，是。哦，原来是黄明志老师那边开始的吗？啊，没事了，老熟了，好，你们知道就好。嘿，你们知道就好，很好，很棒。我觉得我必须要安定一下我的身心灵。我需要安定一下我的身心灵，我要先痛一下你们，抱歉了各位，我需要安定一下我的身心灵，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透过这首歌安定一下我的身心灵，谢谢。才知影，爱你有多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哎呦，这不是我们浪薄荷吗？然后恭迎趴趴熊总裁咯，你来咯，碰不到你是吗？可恶！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多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我真的吗？复合来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因为猪猪在唱歌，没有发现到你？哦，我真抱歉。你不是总裁是总裁吗？我们像这边有一只总裁很坏，不，我们这边有一只总彩彩很坏哦，小心我把它误认成你。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为什么江蕙二姐的歌旁边的歌单一定会有 Just Communication？ 是因为我常这样接的关系吗？是因为我常这样接的关系吗？我跟你讲不夸张，主要的形象不像伊，然后下面又是 Just Communication， 我觉得那是不是因为我常这样子玩，然后他就帮我连起来了，很像是哦。たくまいらっしゃい。168いらっしゃい。
QCJ 伊拉塞，对我觉得应该是跳动歌单关系，因为现在我现在旁边的歌单都非常的跳动。然后还有看一下钢琴控几 B 的下一首就是心中我莎莎给我，我觉得应该是被我玩出来的，他整个被我玩到跳痛了，很好，这个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哎，很棒哎，我现在歌单真的有够跳痛，等一下，照首歌回，跳动还行啊。哎，对，我也这么觉得。我有被你们玩回来，好不好？求你们大人有大量。Hello， 大家安吗？好，我知道你们防御力真的太高了。对，我说我今天就轻松唱，我今天就轻松唱，我今天不跳痛了哦。不够痛，不够痛，痛不到你们，我今天不怕抖。啊，对了，我唱那首，那个在那个元宵节歌会的时候有唱到，胖跳动歌会把防御力都点满了，你们这样点太满了，我痛不到你们了，真的，好不好？没有，今天不是跳动歌会傲虎，但是刚好这首歌，我很开心，这首歌当时很多观众好像就有炸到他们的童年啊。没事，欢迎大家。雨声水声脚步声，话仔唱也孤大人影，拢借我一知影，江雨路爱一直行，拼命倒命冤枉生命。拼生拼死拼出水影，这款的生活才有强情。原生的随我流魂，陪伴着滚滚风沙，消失在勇气之下。徛在风雨中，手捧着酒，一嘴误打。烧酒温暖我的心，苦水也断了沙。命运有错，无啥物好怨叹。免提早使紧到，我也是我继续追求着自由潇洒。很多人的童年也是猪猪的童年，风声水声脚步声，话仔唱也孤大人影，拢借我一知影，江雨路爱一直行，拼命倒命冤枉生命，拼生拼死拼出水影，这款的生活才有强情，原生的随我流魂。陪伴着滚滚风沙，消失在勇气之下。徛在风雨中，手捧着酒，一嘴误打。烧酒温暖我的心，苦水也断了沙。命运有错，无啥物好怨叹。免提早使紧到，我也是我继续追求着自由潇洒。是自己想拍拍手吧？对，我知道这首歌也是超有台湾味的，就是对台湾味。幼稚园跟表哥一起看的话，这首歌我那时候在元宵歌会，因为我想说元宵嘛，提灯笼，然后就想到赵氏明灯。其实这首歌的 BGM 是霹雳一个角色叫做赵氏明灯的 BGM， 但是把它写成歌词，然后就变成里面可能很像有一位女角叫潘梦圆，对，所以其实我有点忘了他们中间他们认识吗？我不知道，就是有什么
什么姻缘什么之类的，我忘记了。对，总之我只记得他如果单纯是 B 娟的话，好像是赵氏明灯的没错。对，但是如果写成歌词，好像又变成了这一首叫做《潘梦圆》啊，太久了，有点搞不清楚。超劲爆 ，OK， 我看得懂了，超劲爆。台主安台语歌真的好听，喜欢你唱台语歌，思乡了是吗？你是南部人吗？还是中部人？谢谢你们，欢迎您来到的猪猪的频道，我叫做迪卡屯主机，好适合猪猪唱吗？你看一下我的明灯吗？哇，我们的 HR 开始了，开撩了。刚才你介意我的台语歌曲，猪猪很喜欢唱台语歌。我的台语不是说的很好，可是我就是很爱唱，但是也是尽量讲这样子。台语歌曲你若是介意，咱来唱这条歌吧。我很意外的是，那个我们在元宵台语接力歌会的时候，没有人开这一首我原本想要开，但是我担心我开上去，万一有人想唱怎么办？因为我自己的台语歌单还蛮多的，所以我原本是想说等大家挑完之后，然后我再看有没有要替换的，我也 OK。对，但是大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台语歌单都 OK， 但是居然没有人唱这首，我很意外。我这首原本要摆进去的。对，但是居然没有人唱，我就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自己的也决定好了，我就不更改了这样子。我可以在今天补唱哈。前面旁白，告诉你们话，人生是为着，我是讲为三顿，为着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着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好累，唔知影唱谁就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人拢是为着别人在活啦。有珠子哭哭了，珠子。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初配信唱这首，珠子超有共鸣的。爱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れはウーパさん、こんにちは。早く私を使って注文してください。ウーパ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でも私は注文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ね。今は歌枠だからね。わざわざ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ね，乌巴桑。对不起，那位乌本先生让我走心了。乌本先生，いらっしゃい。好，我们再一次吧。とりあえず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乌巴桑。また来てね。また来てね，またチャットしてね，好可爱哦，吴本先生。OK， 我们重新来一次哈。人拢是为着别人咧活啦，真的是这样子啊。爱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切，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才知影，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煞不知如何来唱一条歌。
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大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听。鼻子弟啊，感谢你的专情啊，但是你的账号似乎露馅了什么呀？我闻到了我西服的气息啊！哎，盛红伊拉塞，少龙伊拉塞，谢谢你们过来。我好像真的快感冒了，但是不影响今天唱歌啦，就是感觉要。爱像一首歌，一首有头无尾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一寸孤单。爱像一首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有时亲切，有时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我过头去看，雄雄才知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我过头去看，人生过袂一半，煞不知如何来唱。一条歌，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大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听，一首歌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情。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字一句拢是大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听，因为你嘛知，咱永远为着别人在活。你先干2杯是吗？伊木拉妈妈，你要跟我们珠子干杯了是吗？不是啊，你们现在不都过得很好吗？是不是？感觉每个人1秒钟几十万上下，没有这么哀伤吧？对，嘿呀，我怎么印象中你们过得还不错，不是吗？我不记得你们有这么哀伤啊。好，来自我们以琳姐的零星耳光哈，蒂芙尼拉塞，梅子号称小徐亨，为什么？为什么是徐亨？啊，水灵宝贝，谢谢。哇，水灵宝贝，感谢，不好意思让你抖内了，让水灵宝贝抖内就很不好意思这样子，然后让其他面线抖内哦，谢谢你哦。水灵宝贝都抖了，你们还快接下去，你们这群家伙！开始可以请了这样。鱼子，谢谢。姑姑以前说你唱最好的歌叫做《1000个伤心的理由》吗？天哪！盛红为什么这么悲伤？1000个伤心的理由超悲伤的。MV 的男演员小徐亨啊，你说的徐亨不会是那位很有港喉 key 的那位吧？对，等一下，所以朱子跟徐亨长得很像是吗？
子，你被刘妈封上了小徐亨的称号，哎，是真的假的？你被刘妈封上了小徐亨的称号，等一下，真的假的？哎，其实徐亨帅，哎，徐亨帅很帅。刚刚真的有人绿箭吗？哦，真的吗？哇，谢谢刘妈啊，谢谢学长，感谢，哎，你们还真的接起来了，你们真的很棒。然后我看一下，有人绿箭吗？等一下，为什么是兔兔？等一下，我是安怎是，搁是偷啊？等下，听着猪猪的台语，听着猪猪的台语，拖啊我中风了。拜托猪猪，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变成好食的拖啊肉火锅，最后再温暖一摆。弟仔，最后我要甲弟仔讲，你是上牛的弟仔，而且是上捧的弟仔，我听你咧好笑，我无咧捧，我指名干练。哎，长官伊拉塞，长官，哎，长官应该有来一阵子了，只是我刚刚没有特别发现，不好意思。对，谢谢你们，哇，你们很专情的接起来了，你们很专情的接起来了，不得不说味道挺像的吗？所以。天哪 ！OK， 真的有徐亨的沧桑感这样子吗？哎，6号机以来噻，谢谢朱子也在帮忙接力，对，接力到14这样子。好吧，我只能说这逆向思考全垒打。谢谢长官75，谢谢他哇75。现在在干嘛？像就是对接上去，对，但至于接到哪里，这我不好说。欢迎来噻，想跟迪卡说喝水吗？怎么变接力？开玩笑，水灵宝贝都起头了，你觉得他们可以不接吗？不管接到哪里都没关系，我们水灵宝贝都起头了，就是要接嘛，对不对？对不对？接到75块也没差啊，但觉得水灵宝贝你都起头了，是吗？接一下是4，好香，很有味道，超劲爆！谢谢你来，我刚才在认一下你的那个什么走遭经历火爆，但是我远远看发现不对，事有蹊跷，叫做超劲爆，我看出来了。老庙伊拉塞，悄悄伊拉塞。你直接把二姐接回家是不是？没关系啊，二姐现在是我的。哎，不是，我在讲什么？哦，原来是要接力是吗？不是，他娃，你不是说要留钱领你的周边吗？你有压着你抖的吗？我跟你讲，那是真爱，好不好？那个叫真爱，好不好？您双伊拉塞还上班中吗？啊，不好意思，我的那个绿箭好像会挡到我的，等一下我把它拉下来一点好了。绿箭今天在这边闪烁，谢谢他娃，谢谢他娃，你们这个月要领周边，所以就是 OK 啦，量力而为。哦，谢谢薄荷，哇，薄荷也来了，薄荷你惜字如金哎，你的75块就这样子一点这样子是怎样？你们现在都变成惜字如金大佬这样子哦。人狠话不多，75块什么东西又不想打这样子。人家不是说75块是那个 Super Chat 里面最划算的嘛？就75块嘛，对，大家基本上都负担得起，然后又可以打很多废话，这样对不对？就我们猫薄荷不屑打任何一个字眼，就连一个字都不打，就只有留下一个点点这样子。哎呦，立生伊拉塞，我不是无视你，我是真的没看到，我真的没看到哦。这是聊天室是要置顶2周年卖场连结吗？哦，我就没特别置顶了，因为想说应该告一个段落了。对，嘿，我这边就没特别置顶这样子。但是谢谢大家，如果对猪猪的立牌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剩最后一只，对，最后一只。如果需要置顶的话，我可以再置一下哈。我可以再置一下，这句话有点妙。我可以再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对，我可以再置一下。我们立牌剩最后一只啊，看就是哪一位专情的那个弟弟们哈，嘿，你各位专情的弟弟们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了哈。你们就不是渣啦，你们也不是弟弟啦，你们只是想给每一位 V 婆婆、每一位老婆一个温暖的家咯。我都知道咯，是不是？来，我来看一下咯。我的那个在哪里呀？老吴喵，谢谢。抱枕平安领回家了，你问我这个姐姐是谁？你甲伊讲我是台湾 VTuber 低卡囤足机，嘿，上台的 Hebe 的是我哦，最台的那个就是我。好，我进来我的频道了，等我一下，我帮各位置顶一下，你等我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啦，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欢迎带走。那我这边是觉得我这边可能2周年贩卖的东西也稍微告一个段落了哈，但是有一些单品，如果你们想买的话，还是可以继续下标的，没有问题哈。他说的是蓬卡，丽轩，你今天是想下去是吗？雨子也谢谢你的70块。黑伦哥，今天穿的好清凉吗？是没错，我现在在房间有点热，我真的有点想脱我的披肩这样。OK， 好，大概是这样子。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去逛一下。但是，应该说东西剩不多了啦。对，东西剩不多了。丽轩，今天来领今天的彩彩吗？我不要理你，我不要理你。好，谢谢你们哦。那猪猪继续来唱歌吧。咱继续来唱歌。好，来这首吧。進めいきましょう。君の中にある赤と青き線、それらが結ばれるのは心の臓。風の中でも負けないような声で届ける言葉を今は育ててる。時は枕木、風はにきはた、星はうぶすな、人はがけろ。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れ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出会えたことの意味にもまるで追いつかない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君の手に触れた時にだけ震えた心があったよ。君をいくつ超えれば僕らはたどりつけるのかな。愚かさでいい、醜さでいい、正しさのその先で君と手を取りたい。宝贝拉萨伊，小胖谢谢。思い出せない大切な記憶、言葉にならないここにある想い。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それだけでこの心はできてる。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君に気づいてと今もその胸を打ち鳴らす。なんで泣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れ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出会えたことの意味にはまるで追いつかないこの身一つじゃ足りない叫び。君の手に触れた時にだけ震えた心があったよ。君をいくつ超えれば僕らはたどりつけるのかな。愚かさでいい、醜さでいい、正しさのその先で君と生きてきた。
看到了红色 Moshi 出现了耶！每次有这首歌，然后 Moshi 就会出现，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该怎么说呢？也不会不好啦。但是我至今还没有抓到，就是你各位那个各个颜色的 Moshi 哈，永远都抓不到。我曾拿你的歌回给我朋友听，他说有点像台语嘛。好，聪聪，你拿什么样的歌回给他听？如果你拿那个日文歌回给他听，他说有点像台语吗？我跟你讲，正常。我都会把它唱演歌这样子。什么莫西之旅啦，好啦，也是啦，也是啦。好，你们说的都是。他说我的日语很像台语吗？哦，是，也是有人这样讲。我的那个演歌腔好像有点太重了，很抱歉。你看到全身原来就会穿的这么赞吗？真的吗？谢谢子爷，谢谢子爷。因为我觉得纵向的配性，全身还蛮漂亮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来下一首，前2天努力的临时抱佛脚把它练起来的一首。3月过去了好几周，时间开始有点了，参不透的那种难过，突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念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世界会走，我不走。2个人说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好了，我可以笑了。2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3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而寂寞，我们一起因为爱情辛苦着。2个人的那时候，随3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
啊啦啊啦，这个不是我们菜菜总裁吗？而且我刚唱3月唱到一半，然后因为就是最近加入仪式组的朋友，就是那个啵啵啵，有点像萝卜一样这样啵啵啵啵啵的这样跳出来，有没有？然后我刚看到菜菜刷这个，我突然就很想刁他说：“哎，菜菜你不要乱改图。”那突然想到，哎，不对不对，这里不能改图，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里程碑，这不能改图。我们恭迎菜菜总裁。菜菜，你真的，我有看到后台的数据，你真的很专情的把你人生的第一份薪水投入了3200，投入了仪式组总裁，谢谢你，谢谢，好专情，有验证了你的专情了，有，这真的专情了，对，我不能再叫你是滴滴了，好不好？因为之前菜菜很可爱，我就觉得他很低这样子，然后我万万没想到他会选择我的频道成为最高阶会员。刚原本想刁说，哎，你不要那个乱改图，就哎不对，这不是改图，这是真的里程碑这样。还有趴趴熊啊，趴趴熊也是唐突然加入，然后很安静哦，他都刻意不在 DC 讲，是我就是这2天因为仪式组总裁，我又担心哪一天就啵的跑出来，所以我都会固定去后台看。我想说奇怪，怎么后台又多了一个趴趴熊？你们是3200的币值对你们而言是320块吗？哦，你是真的听成砰是吗？哪有？差点以为什么刘文正什么3月里的小雨，刘妈，对我只能说刘妈的歌单真的很有办法 Q 到教授歌会，不愧是我们最有魅力的刘妈，对不对？为什么大家喜欢加入仪式组呢？因为迪卡的仪式组是亲手做的料理啦。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加入，这个月料理是可爱兔兔饼干。是的，感谢我们阿吹，我们阿吹提议就是让大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不要每个月都变成猪脚的形状。然后我就快点有跟我们这个月当家的也是当家的雪珍总裁稍微提一下说，阿吹总裁提说这个月放过大家吃个兔兔饼干，那请问这个月也是当家的雪珍总裁，请问你意下如何呢？对，然后雪珍就说哦好啊，吃饼干啊。我觉得这群总裁一定想这天想很久了。GJ 啊阿吹，GJ 阿吹。那我跟你们讲，经过这个月，你们再也不能笑我吃兔兔了。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哦。凡是高阶会员的，你们不能再笑我吃兔兔了，你们全都吃兔兔了。我跟你们说，讲下去会不会就没有爱了？不会啦，对不对？图没办法改，3200不是零钱吗？菜菜，你确定？你的人生第一份薪水是怎样？月薪10万是吗？因为料理才加，太肤浅了。等一下，要不然要因为什么才加？请问我们他娃总裁要因为什么才加才不肤浅？刚好是饼干线，对，明天生日，想说礼拜6在炸吗？哦，是的，趴趴熊，我刚稍早才有在跟观众讲说，明天是趴趴熊生日，会收到猪猪的那个录的语音祝福档，到时候我会再传给趴趴熊。对，也欢迎各位就是会员们，如果想要收到猪猪专属的生日祝贺语音的话，可以听100遍不厌倦的话。如果对，大概听10遍就厌倦了，但我不管。我会录一个祝福的3到5分钟的音档给我们当月生日的总裁，好不好？希望就是大家生日开开心心的。我爱猪猪，想吃自己爱的女人心手做的料理。好 ，OK， 能够加入高阶的，我实在掉不下去，真的是专情，好不好？谢谢菜菜。哦，原来这兔兔饼干是透明状，大哥是对的。弟弟瑞德，伊拉塞，弟弟瑞德，你回来了，阿月，欢迎回来。对啦，是真爱啦，好不好？白鹿伊拉塞，白鹿欢迎你，欢迎。午安，你吃饱了没有？猪猪刚刚。在跟大家讨论说，我们这个月那个吃兔兔，不对，这样讲有点奇怪。不是我吃，是他们吃，不是我。对，我没有吃兔兔，我没有。对，我是被造谣的。我是被造谣的。好，3月这首歌我很开心，可以在3月的这个时期把它抓回来唱。对，这也是阿妹的很多的很多首歌里面的。算是也是其中一首非常难诠释的歌吧。你看他的歌词，你听他的曲风，静静的，感觉顶多就是淡淡的哀伤。但是呢，不，他非常的哀伤，他真的很哀伤。你听他的歌词，如果没有办法太了解他的
一些意义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用看的吼，真的很哀伤哎。所以阿妹这张专辑我其实很喜欢，她很病，很哀伤，很痛，可是我好爱。你是卢吗？白天卢吗？啊，等一下，也就是说啊，索雷嘎，你姓白天，然后叫做卢，对不对？但是我叫你天卢了，是这样子吗？那就是跟夏侯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姓夏侯明敦，但是我都会叫他侯惇这样子吗？很抱歉，我犯了跟侯惇一样的错误，这样子。OK，卢 OK， 谢谢你跟我解释。没差，吃了最多是公饭，你还是吃兔兔。我跟你讲，我吃兔兔，你们也吃兔兔，好不好？再也不能只笑我吃兔兔了。我说好啊，来互相伤害啊，一起吃兔兔啊。总裁都可以羡慕总裁，我们还是什么造谣吃兔兔。我才不会跟你们讲说我这次准备的那个兔兔鸭膜有多可爱。我要故意压得很烂，我故意压得很丑，对，然后选最烂的给你们吃，这样。对啊，我也要试吃啊，所以在同一条船上，有点好奇。去南部的时候顺便去找你玩嘛？我觉得看丽塔因为毕竟要这样子通勤，也是要看说丽塔方不方便。对，如果他要来找我的话，我一定把他喂饱，喂到很饱，会怕的那种，喂到他不敢再来。这就是我的待客之道。这是我们21个月的已世主总裁猪子。刚打开冰箱，还有看到不知道多久之前猪的。等一下，你是想放到那边放到今年过年吗？你是想放到12年过年吗？等一下，猪子，那我拜托你不要再吃了，你就把它丢掉吧。为什么连胡椒饼干可以放这么久？胡椒饼干是猪很早期，开通会员的时候做的饼干，你居然还留着？你是想显示你的专情吗，猪子？就说爱的饼干不是3200可以衡量的，物超所值。菜就你这句话，我只能说为了你各位尊贵的已世总裁，你知道我原料用多贵吗？老娘甚至撒什么金箔我跟你讲，这次兔兔饼干也有金箔啦，我让你们加3200，你们敢加，我就敢用最贵的原物料，我连包装都够下趴，就怕你们不加。每个加进来的都给我胖一圈才走，不，即使你们胖了一圈也不准走，知道没有？胖了一圈不准走。我没有杀兔兔，料理者猪猪，然后他们说是被虐待过的，哪有？当猪圈里的猪养吗？是我们这边流行一句话。以事主就是要有以事主的样子，对，他们全部都是我尊贵的以事主，当然要把他们养成以事主的样子啊，对不对？要放1年的腌肉布，等一下，猪子，你放那么久到底是干嘛？你是要留给你子孙孙吗？想当年啊，爷爷我之前可是非常低的有一位 VTuber， 台湾 VTuber 叫豚足鸡啊，我可是他高阶会员啊。我从他出配信开始就开始支持他了。来，这个是他做的腌萝卜，孙子来吃一块，保证你考试100分，在班上好人缘，是这样子吗？等一下就有点夸张。珠子，你到底要放到什么时候？你可以丢掉哦！天哪，我都为你的肠胃堪忧了，都多久了？梅老，你真的对拜托，算我求你了好吗？珠子，铁我也不怕。我的天哪，你是想显示你的专情吗？珠子，之前的直播聊天室说想加以施主，你不会骗人的，谢谢啦，谢谢。只是我都不会当你们骗人因为就是大家经社会边打过都知道说，你出了社会之后，你的时间只会越来越少，你可以运用的金钱也真的是越来越少。对，所以我也相信很多人想加，只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力不从心，或者是不敢加，也担心说可能下个月又突然要用到钱还是干嘛的，对，我都了解，好不好？然后你们真的加进来的 ，OK， 专情啦，我就不会笑，我就不会笑你们就是大滴滴之类的，好，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你们来滴我嘛，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分页啦，哈，然后那我没看到没准审哈，反正我没看到嘛，眼不见为净，对。饼干包装可以裱框吗？谢谢。如果你们愿意裱框或者是留下来的话，我很开心，因为我其实对包装非常的龟毛，非常的对。而且我朋友很贱，你知道吗？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朱蒂卡你的包装太夸张了，对。而且他说，朱蒂卡你常忘东忘西，但是为什么在会员的那个回馈很像没什么出包哈？我就说，
好，算我不要讲好了。我就回他一句：“你是哭哦，你是在哭哦，怎样？”因为是很好的姐妹，所以我就直接说：“你是在考。”可是真的是很好的姐妹才会这样讲啦，因为她们也会来，有时候会来就是看猪猪就在忙什么之类的，然后聊个天，然后就回去工作这样。考不了100分，数学我很抱歉，爸爸熊，因为我不可以理解饼干越放越香。等一下，对我无法理解，对。然后他带子孙去他们的神明厅拜拜，上面放着我的礼包。我跟你们讲，竹子那边还真的有我的那个超大型签名版，因为在生日的那个时候我寄出的回馈，就是因为那时候竹子满1年嘛，对，满1年的回馈就是我的超级大签名版，真的是行猪白牙。竹子，你有我的行猪白牙，你可以留给你子子孙孙了。你又不敢加，你只是很穷没钱加。等下牙医师，我想把你放下去，可以吗？牙医师，如果你真的有幸成为我家高阶会员，对，就是毕竟我们真的是跨国哈，那我们可能真的要讨论一下，对。但如果有这个缘分的话啦，哈，培养土很好吃，开始吃，别这样，菜菜，别这样，我还是希望你们好好吃饭啊。好朋友都会这样，没有刘妈哪有没动桃？你每个人都超有动桃的好不好？在那边给我装萌新。好啦，我要来继续来唱歌。我觉得压老一家哦，可能那个对一次加个5年哈，都很有余裕这样子。对，对他而言就那种3200不是32块吗？3200不是32块吗？好啦，我们继续来唱。这一版的伴奏我一直抓不到他那个我看我今天抓不抓得到，不然他这一版伴奏我很喜欢。中间那个我数一下，我看今天能不能抓到，抓不到就算了。それでも手を取って隣に佇んで初めて抱きしめた形欲張って悲しみを抱え好きでいたから幸せ男にも持ちきれなくて花びらを散らした風が扉を開いて変わる季節しんしんと降り積もる時の中喜びも苦しみも等しく二人の手のひらで溶けてゆく微笑みも儚いもあなたのそばで消え去ってゆくことも一人ではできなくて弱虫で身勝手な私償えない影を背負って約束の場所は花の明かり罪も愛も帰り道
なたを愛してる、あなたとここにいる、あなたのそばに、その日々は夢のように。哎，我也像有抓到拍子了。好，这个伴奏我中间有抓到了。如何让自己有钱？烧金子给祖先，跟利息当，还有换成人间的台币的汇率，烧越多，回本越多，你确定吗？哦，春天版的，养老3200，哦，台币而已哦。哦，是水灵宝贝这样分析就对了。对，我抓到了，我抓到了，OK， 喝个水，喝个水，然后有2首A美的歌，我好像有一阵子没唱了，可是完蛋了，就是有一阵子没唱了，就是那首歌对我而言是A美的魔王歌啊。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首哦，超级超级容易掉拍的，养老一餐都6万港元。哦，好哦，不愧是鸭老哈。はい、片思い，这首歌很难。例えば君を顔に昔よりシワが増えてもそれでもいいんだ。僕が北を思うように弾けなくなっても心の歌は君で溢れているよ。固い声も出せずに思い通り歌えない。それでもうなず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な。割れんばかりの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ダリン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けられないよ。ダリン夢が叶ったの愛してる。たった一度のたった一人の生まれてきた幸せ味わってるんだよ。今日がメンディンして終わりの日々は甘酸っぱい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山も谷も全部フルコロステーキが聞くような言葉はいらない。素晴らしいとってつもいらない。たったずっとそばに置いていてよ。僕の思いは年を取ると増えてくばっかだ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ねだり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だり夢が叶ったの愛が溢れてゆく。我的魔王都过去了，结果偏偏出现在一个很简单的地方，我真的太久没唱了。我的魔王关卡都过去了，说怎么讲？气死我了！我是怎样不碰不行吗？君が僕を忘れてしまってもちょっと辛いけどそれでもいいから僕より先にどこか遠くに旅立つことは絶対許さないから。うまく変わったとしても抱い方が最悪でもまだ僕は君に恋するんだよ。僕の心は君にいつも片思い。
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ダリン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けられないよダリン夢が叶ったのねダリンが意してる我秘密魔王的地方都已经过去了，好可惜。好啦，就代表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复仇嘛，对不对？来，紧接着不要停。A 美的歌真的很好听哎，每次 Q 到 A 美的歌，就有好多首歌都想抓出来唱。我有一首歌很像也有一阵子没唱了。refrain 对吧？但是 refrain 我记得，我看一下哦。A do refrain， 啊嘞？好啦，感谢专情的你们哈，感谢专情的你们。refrain。这首歌对我也不好唱哎，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共鸣点我一直抓不到，奇怪到底要怎么唱比较好唱？看啦，OK，やってみよう。你们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哪一版比较。这是我李雅的名言：你唱得太完美，主唱该怎么办呢？哦，说得好哎，我听一下哦。这一版还不错，等一下，等我一下。OK， 这个也很迷迭。小失误不影响好听，谢谢。啊，ゆひちゃんありがとう。あとで水を飲みます。ありがとう。就是唱歌都在超越原唱吗？我最好有这么厉害耶就好了，是不是？我看一下这一版本哦，这一版本好好听哦。天哪，这一版本我要唱，不过我要挖一下它的歌词。好，我把歌词挖出来。人に夏の午後に、Gonna sing with you, what I've ever seen with you. 黒に白い息が舞い上がる空の下。Wanna stay in your view, wanna see you in nothing. 好好好，我抓回我的记忆，来吧。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回忆杀哎，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在练这一首歌的那个时光。对啊，有点回忆杀。好，先来吧。原因夏の午後に通り雨傘の下キスティン濡れた頬にそっと口づけた。まだ足りなくてまだ言えなくて重ねた手のひらから幼さが Wanna come sing with you Wanna be sing with you そんなプレスに濡れてく雨の中ただ足りなくてまだ
まだ触れたくてただ眩しくて思わず目をそらした優しさに Wanna see the tea of you Wanna see you in the tea そんなフレーズを並べた歌を今あの帰り道バスに揺られて叶うはずもないような夢は見て Wanna see the tea of you Wanna see you in the tea 繰り返す季節になれないままもう少しぐらい大人にでいたらなんて言えただろうまだ足りなくてまだ消えなくて重ねた手のひらからそう空じゃなくて Wanna gonna sing with you Wanna be with sing with you そんなプレスに濡れてく雨の中ただ足りなくてまだ言えなくて数えた日の夢からさよならが Wanna gonna sing with you Wanna be with sing with you 触れられずにいれたら笑えたかな你们一定就是在等我的啊，对吧？好，你们等到了，算你们倒霉，就让你们等到了，这样子，可恶！对啊，我今天就把一些有一阵子很像没唱的歌抓出来唱，对，然后就那个忘得透彻这样。好啦，不过练歌的时候，真的我自己还蛮习惯，就是这一首歌，我当时不断的听，然后就会很常常因为听到这首歌，然后想到那个时候反复练习的那个时光跟那个当下吧。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在这条路上我疯狂练太多首歌了，我只知道哇，好怀念哦这个旋律。当时疯狂在练它，可是我只知道，对，就是不停的在练，我有点忘记那是什么样的季节了，好像是冬天，是不是？超劲爆，我就喜欢这样子吗？真的就气没有，我今天还没有气，对，我今天秉持着我的气质还没有气，对不对？然后前阵子都要练台语跟子琪的歌，对，然后因为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嘛，就是有谁的歌回想开，那一阵子就是疯狂练那个歌手的歌，然后A美算是在去年已经算是怎么讲，有开完歌会了，然后紧接着就想说我可以再开更多首，应该说再开更多不一样歌手的歌会，这也算是我的目标，所以就疯狂的就在练习不一样曲风不一样的歌手吧，一疯狂抓来练这样子，所以才会特别的怀念吧，因为 A 美的歌应该是去年的7、8月练的最勤，对呀，所以对，突然就觉得好怀念哦，然后对，因为太怀念了，太久没唱了，然后对，忘记怎么唱，然后就这边怎么唱？唱歌好快乐。来，接下来我看一下右边有什么。これだね。星屑ヴィーナスじゃなくてヴィーナス。笑っていたのは強がりからじゃなく泣き顔なんかも見たくないでしょう。星屑みたいな一粒の出会い、さようなら最後の言
からない。そうだよ、私は平気だよ、強いから顔上げてごめんねっても言わないで、辛いから It's so precious、 こんなはずじゃなかったけどな I miss you、 yeah、 一人でも歩いてく、笑っていたのは強がりからじゃなく、泣き顔なんかもう見たくないでしょう。星屑みたいな一粒の出会い、大丈夫、次の光ならすぐそこに。そうだよ、悲しい顔をすくらいなら顔上げて、いつもよりも微笑んでいたいから You're so precious、君との時間のすべての I miss you、 yeah、 抱きしめて歩いてく、笑っていたのは強がりからじゃなく、泣き顔なんかもう見たくないでしょう。一番綺麗な私を覚えてて、もうバイバイ、最後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yeah、 今さら涙が止まんないよ、望んでいたのは大げさなことじゃなく、どこにいてもいいよって言葉だけ、星屑みたいな私を覚えてて、大丈夫、次の出会いならすぐそこに。学姐的歌在假苏喜好啦，吃寿司，好，快吃快吃！谢谢空心加入第20个月猪仔专员，谢谢。嘿，对，花生好吃，对，之前都不小心念成嘿花生，看到英文歌名都在发抖。哦，我现在看到其实也会发抖啊，很难呢。然后我前2天是不是在练子琪的《桃花诺》？天哪！啊，对不起，打错字。我们今天要开出来唱看看吗？好，我们就开出来唱。可是，在那之前，你们先让我去摘花，不准走开哦，炸你们耳朵。好，我要先不准走开。等一下，朱伟表示好哦。朱伟
谢谢你过来，我先摘花一下，朱伟辛苦了。哦，朱伟最近应该蛮忙翻了哦，忙翻。好 OK， 我去就回来，你们不准跟我走开。你们的朱迪卡回来了，你给朱迪卡登来了，我看看哦，立即走开是吗？你不准跟我走，你这个金发啊！好，我忍住没讲出来，我回来了。嘿，我们试试超，哇靠！等一下，你超劲爆！等一下，超劲爆！你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吧？你一来就以示主。等一下，你一来就以示主是吗？对不起，请问我现在我认真怀疑我的以示主总裁，我是设定成320块是不是？我是设定成320块了吗？为什么你们加我3200可以感觉就是这样，上再加32块是320块，这么简单？怎么会这样子？等一下，我靠！等一下，超劲爆！你们为什么感觉最近让我觉得加我的高阶会员，感觉一下就你们这只要花那个32块是320块这样子？我觉得我合理怀疑我在柜台设置一下，我一定设错了对吧？我设错金额了对吧？我天哪！我的天哪！以示主越来越多，你各位以示主们，我的天哪！来加进我家的以示主，我只能说没有胖一圈不准走，但是呢，你们胖了一圈依旧不准给我走，知道吗？长官说超便宜，我就常常被你们逗到，我整个天哪！我发现我认知的币值好像跟你们不太一样，这样子。我这边是台币，你们那边应该是日币吧，对不对？其实你们是花了3200日币，吓不倒我的，好不好？球董，你资格说别人是不是？我们球球很爱装萌新，好不好？对，我们这边很多爱装萌新的，我真的很认真在考虑，为了他们，我们要开一个3200的萌新会籍这样子。但是搞不好也会被大家玩成38块的，不是才38块而已嘛。搞不好是印尼盾这样，是，搞不好是韩元。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我家影视组会员真的要爆掉了，我的天啊！好低调吗？没办法，超劲爆！你本身你的账号就没有办法低调了，对你就是超劲爆，好不好？但是呢，基本上我只能说超劲爆。你这个月加入，只能说对你非常的幸运，对你逃过了就是吃猪脚的，也不能说劫啦，好不好？因为基本上之前的那个猪脚算是大家的一个福利，好。基本上我开这个猪脚福利是让满6个月的高阶会员可以就是算是请大家一起吃，对，那个月我就会把它当做是这个月是谁当家，谁请大家吃猪脚，好让大家快乐一下，好。结果呢，不晓得为什么被大家完成那个猪脚接力了，对，一开始只是很简单的饼干回馈，不晓得为什么。完成了每个月都可以有猪脚吃，我不晓得他们到底怎么玩的，嘿啊自己怎么玩的，嘿绿界会员最快，好，我们有一个绿界的那个说纸，对，我们有个绿界的可以一次加半年加1年的，对于是他们就玩起来了，嘿还会自己去认领哦，我3月我4月我5月，对，嘿目前认领到几月了这我不好讲，这样你白色的等一下，嘿我们这个球球很爱装萌新，嘿他就是唐突就是从那个绿界加了半年。对，没有错，对他就是负责认领2月份的，嘿，就是他，对，哦，不是1月份的，对，也是白的，求懂绿就是啊，有一说一，这考上考3次，我一样要去我朋友的工作室啦，我朋友工作室是很大很大的那个怎么讲烘焙教室，我要去跟他借工作室了，我天哪！其实好像真的要我们本来就可以吃整整的1年嘛。我知道，对你各位玩起来完全没有在手软的，对，只是就是对我只能说很难得的，我们3月份总算可以回归饼干了，然后又迎来了就是想要吃饼干的一些总裁，对不对？是不是大家很珍惜这个月？我感受到了，你各位真的他妈超珍惜3月的啦！你们真的他妈超珍惜3月，你们会怕了吼，会怕了吼。刘佐元，谢谢。仪式主教3200，不是聪聪3200，辛巴威币这样。高雄不少烘焙工作室出租就对了，是的，那个一定找得到。对，每个月吃饼干不好吗？宝贝，我也想问他们啊，每个月吃饼干不好吗？他们却有办法完成每个月都吃猪脚哈。每个月吃猪脚不好吗？也没有不好啦，因为我这个人其实还蛮爱相杀的，就是你敢跟我玩，我就玩回去。对，我真的是这种人，对啊。好，你们来啊，对，然后之后就变成这副德性了，对。我的天哪，超劲爆，谢谢你，吃都吃，好的，没有问题。每个月嘎吃不好吗？就是你要问那个胡学姐哈，基本上她都好啦，哈，是，她吃嘎吃已经吃到戒断了，对，就这个月没有嘎吃，戒断我要嘎吃这样。我觉得胡学姐一定恨死我。小心翼翼啦塞，不好会胖死吗？不管好不好，你们都会胖死啊！你们不知道加朱地卡的高阶会员没有胖1圈不准走吗？胖了1圈一样不准走啊，对不对？就如果有吃什么砒霜，等一下不要这样，菜留一条命嘛，别这样，别这样。我看一下你们才知道迪卡让你们3高，胖了1圈不准走，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3高才准走这样子。好，胡学姐，我们这个月当家的阿吹出现了，第16个月的猪已是猪总裁哈。你说要吃兔兔，猪猪真的会杀猪吗？我不会杀猪啊，但是阿吹提出了一个很棒的点子，大家都很期待吃兔兔饼干，所以我应该不需要杀猪吧？阿吹，等一下，你们已是猪总裁是怎样？你们已是猪总裁的币值？我的天哪，汤包哥！这嘛是什么情形？连汤包哥你也来玩？你们真的把它当32块在加了？我天哪，这3200这是3000里，不是32块。猪你说没胖不准走，胖了走不动是不是？对，没胖不准走，但胖了他们也走不动了，他们也懒得走了哈。我的计谋就成功了，对，陪我长长久久这样子好不好？不是，你们是怎样？你们是3月想当总裁想疯了吗？看看你们这群总裁，把我们的高阶会员玩到好不容易盼来的3月份的饼干月，我们阿吹提出的饼干月，大家心心念念的饼干总算回来了，迎来了这么多新任总裁，你看看阿吹 GJ 干得好，我们那个线下巧啦，64分啊，好不好？64分阿吹，好 OK。
感谢到有猪猪看，不是这个不是梅邻居宝宝，你是已经是加我会员加到泛黄了，你是最专情的那个，从初配信低到现在，你低到整个已经变成那个黄色面线了，你不要又跟我说装萌新谢谢你们啦，是怎么回事？我真的觉得我去后台看一下我认真觉得我的币值应该设错了，我应该是设台币吧，我不是设印尼盾吧？广义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不晓得为什么这2天多了，不应该说这个礼拜多了很多总裁，我合理怀疑我的后台的那个会员很像3200设成32块了，当理事主是小钱，未来不是绿化是总裁化我的天哪，谢谢你们啦！感谢大网友猪猪看，不是啦，经理人，经理人很贵我跟你讲，我们600块会员已经是我们频道最尊贵的经理人，是最贵的会籍，好不好？是不是？感谢大网友猪猪看，搞不好大家想加很久，只是之前等不到饼干。我等这个好久，我就要等这个大场面，饼干总算来了。阿吹干得好，这样子。顺便看的是超过20人，你快上你！阿燕，你不准跟我吃瓜！感谢大网友猪猪看，东森别这么说，别这么说。等一下，这帮是下面剪影，你们像是在玩高阶会员接力是不是？你设了贝壳原始人的币值这样吗？我的天哪，入股很棒是不是？天哪，谢谢你选择在本频道入股，我只能说你们真的会被我喂到胖一圈，而且我对包装也非常的龟毛，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其实真的把大家的高阶会员每个月都当成最后一次，就是因为这样子，每个月真的就是不管你加多久，我就是让你们吃到最好的原料，我就是让你们收到最下趴的包装，对，不管你们下一个月还会不会再加。但是高几率大家还黏在那边，对，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我胶质太黏了。水灵推测好像有点道理，这是正常兔兔饼干。刚刚打错是猪猪会杀兔兔给总裁吃嘛？这我不好说啦，吹。但是那个兔兔鸭膜好可爱呢，好不想给你们先看哦，可恶，我想给你们惊喜。谢谢各位总裁，让我这个煎饼干给猪猪看。好，谢谢6号机，别这么说，你各位都是我的超，好不好？至少饼干的尬词版并不可怕吧？说到这个，各位新任总裁，小女子跟你们报告一件事情，这个需要一点轻柔的音乐，对，不然我怕说你们刚加进来会吓到，就是对，马上退订这样子。好啦，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一般来讲，基本上我们高阶会员都是很和平的，烤饼干啊、点心啊，然后满6个月吃猪脚啊，满1年有手做蛋糕嘛，对不对？习近平正版官方频道，这个，好，习近平，仪式主来了，习近平也来，这怎么回事？对啊，然后基本上我的原物料很挑啦，所以基本上大家，对，像美邻居宝宝或者是绿扣大哥，他们已经吃了，就是吃到就是对。非常非常的了解，这是猪真的是非常龟毛，对，所以原物料不用担心，交给我，对。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哈，近几个月哈，就是他们除了玩猪脚接力之外，还很爱惹我生气。那爱惹我生气的下场就是什么？对，我们不晓得为什么玩出了尬词版跟和平版的版本。对，尬词版的版本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广的。我们国粹珍珠奶茶狮子头做得非常成功，妈呀，超成功，超好吃的。以及我们2月份浓情病娇猪脚巧克力，妈呀，那个居然我有办法弄得出来，我也真的觉得说天时地利人和，有过好小的东西我居然弄得出来，但是也意外的很好吃。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逼我的，我原本只是想记住很简单满满爱意的点心回馈给大家，殊不知可以完成这样子，我真的谢谢你各位了。原物料好棒，放好几个月饼干，等一下柱子，你可以快把它吃掉嘛？不是，柱子，你还是不要吃好了，不要，拜托，柱子，你还是把它丢掉吧。所以不用担心 ，OK， 超劲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呢，不用担心，对，因为你各位已是朱总裁越发
越发数量惊人的增加中，感觉像单细胞生物在繁殖这么的惊人。所以我现在每个月我都会帮你们开表单，让你们选择你们是要和平版的，就是我一般版的满满爱意的版本，还是要嘎子版的。嘎子版的就是惹我生气了，我要加料，我不管，我要辣的黄连，甚至加香菜，你都要给我吃下去，这样才显示你对我的爱，你对我的专情，知道吗？对，嘿，但是我们这边有个总裁就很爱惹我生气，对，然后常常就是对让我不得不去思考一下，我要怎么用嘎子版的玩死你们，气死我了。等一下去，珠子你吐出来，我拜托你，我还想看到你好好低台，可以吗？珠子，你从初配新朋友我到现在，你可以不要因为吃了这个饼干，我以后就看不到你了，不是啊？珠子，你给我吐出来可以吗？就算是为了我，可以吗？其实一开始的 Guts 版本只是加辣而已，对，我要知道猪猪知道某人不怕辣，他哇，你也是其中一个，你们都很坏，不是？我还以为今天是总裁歌会。好啦，也是有机会，就是为各位社员开了，就是各式各样的歌会了嘛。对啊，但是我觉得，我的总裁们很棒，他们一定不希望我只为了他开歌会，于是呢，才会有尾牙歌会嘛。你各位上次不是玩得很开心吗？等一下，珠子，我拜托你吐出来可以吗？菜想吃嘎子版，好啦，所以就变成说，我现在每个月都会有正常版本跟创意料理，我们称为嘎子版本，可以供我们以世主总裁选择，好不好？对，那没有意外的话，我们3月份的料理也会在3月底进行。好，在那之前，我也会为各位总裁一一私讯，好，让就是你们填写一下你们想要的版本，这样子好不好？对，不好意思，就是今天真的是歌会，相信我。但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就很想要总裁接力。对，糖宝哥，你给我出来！我以为你在跟我好小，糖宝哥，你真的还给我加下去？竟然用单细胞生，等一下。没有，我只是觉得说他们很可爱，很像小冰这样啵啵啵啵啵啵，一个跑出来这样。什么叫能被猪猪玩真好？我跟你讲，基本上我玩不过你们啦，我又能怎样？我就只能在 Guts 版本上面加料啊，满满胆固醇跟脂肪胶原蛋白低卡超坏的，当上总裁3个会跑不掉，是诺言，你知道太多了，对我要把你封口。加我以世主总裁哈。胖一圈没有胖一圈不准走，你胖一圈也不准走，你们3高才准走这样子。3高了，好丢掉。但是有机会吃嘎子版料理。哦，对啦，因为我们也有开那个迫害卖场，如果你对奇珍微面线有满满的爱意，还有满满的恨意，欢迎你们下标，好不好？以世主每个月的回馈就是有那2种版本给大家选。是的，谢谢雪玲宝贝帮我解释这样。想吃 Guts 版本可以直接去迫害卖场，没有啦。如果您本身是我高阶会员的话，那一定就是由小妹我这边主动私讯您，让您选择你要 Guts 版本还是要一般的版本，然后到时候我会再跟您要一下您的收件资料，这样子好不好？一切都是由您的线上客服帮您进行，好不好？现在升级能吃 Guts 版吗？ちょっと待って、ゆさけんさん、これか。你是认真的吗？如果你想升级，现在要升级，当然是来得及3月份的 Guts 版。可是3月份的有机会是香菜饼干，你让我想一下到底怎么玩比较狠。可是呢，兔兔饼干上面香精是一定要的，我已经帮各位把金箔准备好了。应该说，我早就在今年的1月份早就准备好了。对，那罐金箔非常的贵。但是会持续不间断的用在我们的高阶会员上面，因为你们值得，好不好？每个月3200这个数字真的不小，好不好？所以可以的话，我会秉持我自己的品质，希望每一个月你们收到都会觉得物超所值。即使你们可能就只加这一个月也没有关系，我真的希望你们每一个月都可以物超所值，让你们舍不得走，留下来继续3高，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啊！讲出来了，让你转给飞雪，你是不是飞人一台？对，他人也很好，我只能说刘妈的2个孩子人缘都很好，只是水灵宝贝是好在让人家很不用担心的地方，可是飞雪他那个人缘好在让人家觉得有点担心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像升级晚点就可以选 Guts 版本，应该说像升级，那我可能没有意外的话，下周我会发出我的表单，让各位总裁们填写。好，但是你不要问我后台几个总裁了，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去赛，给小女子一点时间。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这个礼拜总裁有几只？你们自己说，蹦出了几只？我的天哪！砒霜饼干我还真的做不出来但是砒霜饼干可以用谐音，对，可以用谐音，对对对。你很为你的孩子开心。刘马，你又开始在跟我说干话了，大家都就是被太瘦表示他没吃饱。对对，刘马，我只能说您教的真好，在水灵的部分啊，至于飞雪的部分，这个你可能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不干是福利单纯的都是手下留情哦。你放心，对，因为基本上表单一出去，你要选和平版的，你就可以一直选和平版，这个不用担心。至于尬词版的是有一些比较抖 end 的啦。那个红尘开头的那位啊，就很爱惹我生气嘛，对啊，他就很爱选尬词版的，他超有尬词，对，猪猪能不能算一下？什么叫猪猪真好玩，汤包哥？好啦，但是也谢谢汤包哥还真的加进来。我记得汤包哥在去年说，我3月要加哦，我是真的相信他，但是因为每个人在金钱的调度上面，搞不好你这个月就是手头紧，那个没有办法。嘿，汤包哥，你还真的说到做到，哈士奇拉塞。你不要在群老说哦，你们这些总裁气死我了，总裁越来越多了，每个都跟我装萌新，求求你也是，你们全都下去。没记错的话，上个月已经接近15了嘛。好啦，我后台等我一下。起码是虾米经营？你们是高阶会员接力是不是啦？我后面的币值我真的认真的觉得我是设成32块是不是啦？我今晚看起来不好意思哦，我等下马上唱歌。只是我好，我也帮大家算一下我后面到底是群老出我，这样很下面经营的但是也真的很谢谢新观众哇，真的我很像超劲爆，第一次看到他然后就马上加立马加。果然超劲爆啊！我们这位超总裁，1、2、3、4、5、6、7、8、9、10、11、12、13、14，好挑15，16、15、16、17、18、19，干19，没有算错的话，我连绿界算进去应该。对啊，19个吧。你们再补一个20啊！逢九必衰，我们再补一个好不好？你们要再补一个，好吗？凑个整数对。你就说逢九必衰，你们谁这个月补一下？这个月难得吃饼干你们心心念念的饼干总算回来了。我们感谢阿吹干得好，阿吹。19个总裁，19个总裁，你们谁要补一下？我天哪，你们夸张因为我其实个人是的话，我原本想说，大概一个月可以负荷大概4、5个，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几个就是可能经济能力还不错，或者是说，固定就是真的很喜欢猪猪频道，愿意加到高阶会员的。我那时候初衷其实还蛮简单的，就大概有到4、5个就很感谢，很珍惜了。对，对，像那个对19个，对。等一下补10个，我是补10个，补10个，我干脆我干脆收一收，我就直接收一收了，卖饼干算了，卖猪脚算了，我干嘛？哑口一拉塞，太可怕了！刚刚有没有问嘎子版的可以升级？有啊，想要升级可以啊，你们想帮我凑20个吗？对，真的是，哇靠！ユサゲ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20人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よ。まさか、マジだよ。君が、マジかよ。お前たち。补50个变成很可爱的，是不是？原来是你补啊，你帮我补啊，哈。再回一下，逢九必衰，为了让猪猪更衰。珠子，我跟你讲，珠子是真的有能力补99个的哦。不要啦，珠子，你把钱留下来啦，好不好？把钱留下来，好不好？我跟你讲，我今天是企业式就算了，搞不好还有人可以帮忙。老娘就个人式，而且我对高阶非常的龟毛，我就一定打死我都不想给人家帮忙。为什么？有些妹妹嘎嘎，那个，例如说你在包装的那个蝴蝶结的角度，你就是一定有一些要瞧一下。你才有办法包出那个蝴蝶结的蓬度跟精致度，
对，我觉得连这个都很龟毛。对，你们知道那个塞跟口塞吗？你们那蝴蝶结要量一下那个塞跟口塞呢，对不对？好，对不起，我数学不好，不要问我那个。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梗，好不好？哦，牙医死补了也吃不到吧？牙医死哦，哎，对，吃不到。哎呦，谢谢你们啦！20个哎、你们夸张哎，20个！老娘慈逼生，我觉得我大概接到大概4、5个，我就觉得安心心满意足了。你们给我补到20个高阶会员。补一个变单数就没有办法成双成对，好好 OK， 你们谁愿意再补上去，我没意见啦，好不好？对对，有啥给啥，阿里嘎多，超劲爆，谢谢汤包哥，谢谢你们。仙姑说猪猪只会成立小工作，所以是猪抱枕，我真的万万没想到哎，猪子叔叔的红包可是很大包的啊！是，猪子叔叔没有错。海龙公式可以标吗？我数学不好。我求你们了，不要！我跟你讲，你们再这样加下去，我真的是老婆不要宽宽的啊！毕业了啊，来做这个啦，好不好？你们可以吗？可以吗？你们真的很夸张哎！国外运送食物类会有一些是国外运送食物很麻烦，为了吃每个月飞来台湾一次哦，原来是好专情，没有问题。我跟你讲，你为了吃每个月来台湾一次，就为了领猪猪的那个店到店，没有问题。我一定请那个月跟你约个时间，然后那个月就请飞雪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请你一顿，就是他了，对，没有问题OK 啦，你知道那个飞雪嘛？对，我趁飞雪不在背刺他。飞雪哥总工总说办，是，长官您说的是，等等你还要听歌，先等等。好啦，谢谢你们啦。对，我想说，哇，真的是一下子加了这么多总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但是呢，我们的歌会还没结束，我真被你们吓死了！我天哪，我这个个人是有办法收到20个 ，Oh my god！ 来，我现在依旧惊魂未定，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唱下去。我真的是谢谢你们了，真的谢谢你们了。我接下来唱什么？还有要第21个吗？球球，你要再帮我找第21个来，是不是？是不是？好啦，《桃花诺》这首歌呢，前2天在练，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办法唱。如果翻車就翻車了，好不好？你们梦寐以求的翻車，有机会在《桃花诺》这首实现，可以吗？いきましょう。其实我之后有想说，也可以开古风歌会，但是我要收集一些古风歌来练，这样子。初见落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有何年？心有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尊土，一念木，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史中爱偏爱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
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情绪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前尘无路，来时路，一念桃花映国度，那一年几许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湖，人间渺渺情难诉，回忆慢慢留在爱你的路。谢谢，这位是晶晶吗？紫罗兰小樱，谢谢你们，谢谢你各位总裁，我数不清现场有几个总裁了，对，总之全部都是总裁，谢谢各位总裁，我已经分不清谁是总裁谁是谁，我天哪，反正你各位全都是我的总裁，可以吗？我没有翻车我居然没有翻车。而且我要快点把子琪的歌收集起来，因为我要那个练他的不是练对不起，我刚刚有点走心，我想说奇怪，泡沫为什么会是 Lisa 的那个封面？我想说应该是合集的关系，对，因为我想说快点开子琪的歌会，所以大概还差大概3首吧，就应该可以开子琪歌会了。你只是梦醒亚斯东森，谢谢谢谢。紧接着是子琪那时候出道的作品等一下因为他这首歌马上就切进来了，所以我整理一下他是不讲武德马上就要切入，所以我要先把我的曲目先放上去好，其实我这样还很忙，我心里想说，我还是在怀疑我后台是不是我币值设错了，为什么你们有办法3200完成也要32块？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梦，一切都是假的，我眼睛业障重。奥古斯你好，欢迎来听歌喝个水，骗不了我的一切都假的，对吧？假头套伊拉塞。好，子琪的泡沫，来吧。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插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遇上的心不胜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
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只一刹的划过，你所有承诺全部都太脆弱，而你的轮廓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相爱的把握，要如何再搜索？相拥着寂寞，难道就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炙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你沉默。邓紫棋《泡沫》超好听、超有爆发力的一首歌，谢谢大家。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耶，他在小小年纪就可以写出这种这么深奥的歌词。如果我在那个年纪写，我觉得，应该大概只能写出那种幼稚园程度的歌词吧。那种就是啊，我好爱你，你好爱我，你为什么不爱我啊？我在想啦，那种子琪她真的是很年轻，然后又很有才华，超棒的。喝水水。好，这首歌真的唱完之后变得好宁静哦。我们刚刚稍早是不是聊天室有那个总裁之乱，对不对？哦，超级混乱。我称之为就我们的2024年38妇女节，我们总裁之乱。OK， 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可以编辑在朱历里面。哦，2024年的38妇女节，我们发生了什么？总裁之乱这样子。哦，总裁之乱要怎么平天下？我不知道，不要问我。3月8号，总裁之乱，以为就这样说写出腐腐的歌词哦。哦，也是可能有机会啦，对，刚刚可以讲完整啦。好了，谢谢你们的总裁之乱。而且我刚刚好像有一首歌想唱，我又突然忘记了，等我一下哦。啊，ありました。简称为总裁啊，38啦。哎呦，怎么一次是怎样？一个揪一个是不是？老鼠会有38啦？怎样？32块而已吗？不是啊，应该是3200吧？你们为什么可以把32块加成3200加成32块？超级匪夷所思。哎呀，38啦！你们这些总裁38哈，看看那个水莲那个刘吗？总裁候选人是吗？嘿，总裁38之乱，是，我不会忘了今天。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总裁38之乱。你每个都38啊，是不是？来，这首歌献给你各位，不管是不是总裁，都献给你们。我超爱这首歌，超爱，爱死啊！ラストスタートです。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
しきる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肩ぬな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は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遠ざかる通り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我这个叫怕你们无聊好吗？哪有屁？傷つくのが定めた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さよならジュダス、愛になれ Just to just、 いつかの弱さへ。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彼方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Last Stadius 也是来自于 Amy 的歌曲。Last Stadius でした。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你各位的总裁38之乱。如果您各位方才刚加入本频道的32块总裁，好吧，3200总裁，如果您又刚好是在3月份生日，请一定务必尽快告诉我您在3月几号，因为我们昨天刚录我们32块不一直口误3200总裁的啪啪熊刚好就是明天生日喽。那猪这边就是在高阶会员也是会有一个，就是生日当天会有一个独家的祝福语音，好，会送到您的 DC 私信，请等等我哦。对，所以就是如果您刚好在3月份生日，好，请务必别错过，好，就是这个福利，好，别让您的权益受损了，谢谢您各位喽。好，而且如果刚好您就像在那忙，没听到我讲什么，那就算了。反正我待会等等这2天，如果我待会没空的话，我这2天一定会私讯您了，好不好？谢谢你们啦！38总裁之乱，你们38呢？在38下回哈，来继续来秋光，都已经中上直播了。你们现在看我应该是 shorts 的状况对吧？まあ今は shorts の状態だからこれを歌いなきゃならないと思うね。これにしましょう。まあみんなも飽き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飽きたけどまた歌いたいね。これ絶対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ね。生日过了也可以领吗？也是有啊，就是基本上是有个状况啦，就是说如果今天您是2月份生日，但是你好死不死在3月才加进来，我可以补给你，可以吗？但是如果您今天就祝我的生日过了，真的吗？什么时候？我在去年的5月生日，那你是在那边给我哭什么？5月快到了，5月再加，懂吗？对，不要太夸张了，我都有办法 ，OK 啦，补给你啦。但你真的很夸张，去年的5月，你为什么不就是等到今年5月再加呢？对不对？或者你可以先加5月也可以领啊，对不对？是不是？就很可爱这样。早知道你也今天再加进来的吗？今天？真的吗？等一下他我吧。早知道你也今天加进来，为什么？难得。但你不是高阶会员吗？好啦，牙死。只是因为你住香港而已，好不好？因为你要加的话，还难得到你吗？对不对？那你2月的可以补吗？不是他吧？那个不用补，我2月已经献给你了。我2月的已经献给你了，别想给我钻这个漏洞，打屁屁。生日过了，但珠子，你在跟我皮啊，珠子跟猪猪都是5月份的寿星。我生日也是5月呢，那谁补给我？是不是？我不要这样子，你们都赖皮，我也要赖皮，我不要唱了，那拜拜。你都这样跟我赖皮，看谁最赖皮这样子。你昨天生日了，真的假的？牙医师，你昨天真正生日吗？你真正是3月生日吗？你跟我讲好笑，牙医师你听我台语吼，我唔管。你真正是张生日吗？你跟我讲好笑。没吼，祝你生日快乐！牙医师，你真的是昨天是生日吗？你有没有骗我？赖皮兽，对，不要跟我比赖皮，不要跟我比幼稚，我幼稚起来，赖皮起来，连我自己都怕，好不好？真的吗？好了，我顶多就是拿到地道马赛加抓波比老公公波比哦，波比你万事如意，万里富贵，牙医师。残念ながらこれだけいいんですか？好了，你们不要在那边给我这边，不要理你们，你们这些恶魔，为你们献上恶魔之子，谢谢大家。我不要理你们，我就赢了，对不对？鉄の玉が正義の証明貫けば永遠に近づいたその目を通して触れてみれば同じ形同じ太陽の悪魔僕はダメってあいつはいいのそこに壁があっただけなのに生まれてしまった定めなきゃくな僕らはみんな自由なんだから鳥のように花があれば
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間違いだとしても疑ったりしない。正しさとは自分のことを強く信じることだ。鉄の雨が降り散る情景、テレビの中映画に見えたんだ。戦争なんて愚かな凶暴、関係ない知らない国の話。それならなんてあいつに組んで黒い気持ち隠しきれないわけ。説明だってできやしないんだ。僕らはなんて矛盾ばっかなんだ。この言葉も訳されれば本当の意味は伝わらない。信じるのはその目を開いて触れた世界だけ。ただただ生きるのは嫌だ。世界は残酷だ。それでも君は愛すよ。何を犠牲にしても、それでも君は守るよ。選んだ人の経験、捨てたものの仕方ね。気づいたんだ自分の中、育つのは悪魔の子。関の裏、犠牲の中、心には悪魔の子。我没有转啊，他就是真的是真正是恶魔呢。恁真正都是悪魔呢，わかる？間違いなく君たちは悪魔だよ。恶魔之子有天使吗？这我不好说，但是有猪猪。有没有天使我不好说，但是有猪猪。比基面线以来噻，这么台味哦，这么台味的我的鼻腔共鸣好像又太过共鸣了哈。久违来到听到猪猪气气气，因为他们都是恶魔，好不好？因为他们都恶魔。Max 以来噻，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总裁38之乱，对，真是太完美了，对。但是呢，还有好多首歌想唱唱不完，好意思讲。怎么被吃掉？兔兔没有啊？这个月兔兔会被吃掉，但不只有我，吃兔兔的不只有我，你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你们这20个人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一个都不准给我跑，一个都不准给我跑，知道吗？20个，天哪，这个数字，我这个人是我真的觉得此生足矣。我天哪，20个。来，今天也是有一些新朋友我们今天我看一下右边的歌单你们想听很快的，还是很慢的？どっち？選んでください、みんな。君の選択次第だよ、みんな。很快的，还是很慢的？どっちだよ、みんな。もう決まり？やっぱり。你就看猪猪手很快，忽快忽慢的演唱，
要又快，等一下，我真的很想把刘妈跟珠子背下去，你们可以好好温存一下。又快又慢的，等一下，你们是又快又慢是上面带劲，是啥会？又快又慢，我到底要怎么选？等一下，又快又慢。等一下，你们真的考倒我，我真的太宠你们了，气死我！又快又慢是要怎么回事啊？又快又慢，我不要理你们了。又快又慢，那我们就切成2首吧，谢谢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很慢很慢很慢的。二姐救我！二姐救我！不要理他们，我气死我！什么叫又快又慢？我真的不要问你们了，气死我！山明海誓，那咱人有就绝，为怎样你偏偏来变我？我想袂晓，你哪会这虚华，欺骗了我，刺激着我，石头的烂，请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纸，人生行就到，雄雄一嘴幸福他，上好最是莫过我。我无醉，我无醉，无醉，请你唔免讲情话。就那落雨，听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安尼好吧？这样可以吗？我被人气死了，要怎么玩啊？山明海誓，咱人有就错，为怎样你偏偏来变我？我想袂晓，你哪会这虚华，欺骗了我，刺激着我，笑头的烂，叫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纸，你心啊，永永一嘴幸福他，上好最是莫过我。请你唔免讲情话，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来，过来！我无醉，最近唔会同情我，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只有小酒了解我。我要满身大汗，你知道吗？又快又慢，你们自己看看，像哪一个 B 可以让你们这样子玩，还真的跟你们又快又慢，气死我！好啦，庆祝我们今天38总裁之乱，算是回馈给你们啦，好不好？你们值得。我像满身大汗，就为了你们什么又快又慢，我气死我！满身大汗，卡拉 OK 伴奏你自己调。哦，这个是我歌唱老师给我的一个很棒的内建，只有在那个 Chrome 才有办法玩。对，这些将会派 key 啊，气死我！哎，又快又慢，是不是？我应该有达到一个里程碑了吧？38妇女节是，谢谢大家。你以为你是有机会了，是不是？我们38总裁之乱，我也有相对应的回馈啊，是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在开车，哪有？好啦，最后，来，我们最后一首歌真的要很快的吼，真的，我们让我喘一下。我真的刚原本想说找一首就是
还蛮嗨的歌跟大家嗨一下，但是你们跟我讲，都是个刘妈跟珠子，我真是意外的发现你们很合，你们根本就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不，你们根本就是失散多年的 CP， 气死我了！哎呀，伊拉塞，是不是？下次可以这样玩哎，我玩出新花样了，不愧是我们的相爱相杀，每次都可以蹦出新花样，太棒了！38总裁之乱，哦，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啊，好了，让我喘一下。水灵宝贝，我可以要求刚刚那个可以精华吗？水灵宝贝，我很少主动要求精华的，但是刚刚那个我真的很想精华一下。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お願いします。いいんですか？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ね。好啦，本当に今日の最後の曲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がめちゃくちゃ早いぞ，めちゃくちゃ早いけど，来，等我一下哦。来，听到前奏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了，但是我想要ガイドさんいらないわ，ガイドさんいらないから，等我一下哦。一样弄 shorts 没有问题，这个 shorts 弄出去，我觉得绝对好玩。下次可以玩观众抖内指定要快还是要慢，很像可以哈，聪聪。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玩法。原来你是发想人，你是执行人员水灵那个，对对，一条龙是不是？您跟刘妈，你跟珠子发想人好不好？你们两个真的是鬼脑筋，气死我了。不是啊，双子我还了解，因为双子还没鬼脑筋的，但是巨蟹有这么鬼脑筋吗？怎么回事？はい、ガイドさんいらないから最後の曲はホニー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この世で造花より綺麗な花はないわ。なぜならば全ては嘘でできてる。Now the same world。嘿，是翁来啦。最後の曲はパイナップルでございますわ。絶望の雨が私が傘をついて湿らす前髪と心の二面煩わしいわ。いつしかことの葉は通りができてことの見私を売れている。鏡に映り嘘を描いて見つからを見失ってメイクパッパッパラパパラパパ謎数えて遊びましょう。タタタラタタラタタなぜここで踊ってるでしょう。簡単なこともわからないわ。私でなんだっけそれすら夜と手に落とされて愛のようにさよならも言えるまま泣いたポニ嘘にかまらっている私はポニー And the same world。 いつしかそのないやりなにあって日の目あなたは通れている。鏡に映る私を描いて誰しもが見間違ってメイクとして愛なんてものに無中にそれを欲して生きるのだ。今日も泳いでる夜の電車が通り去ってゆく。通り明かせよパッパラパパラパパ謎魂で歌いましょう。タタタラタタラタタなぜ心痛むのでしょさよならも言えるまま泣いたポニ嘘にかまらっている。だが簡単なこともわからないわ。私でなんだっけそれすら夜の手にほだされて愛のように
している秘密のフォミ。月亮烧饼也好吃哦。哎，honey de sta，一切都是假的，假的。你给我眼睛业障重啊！今天绝对没有什么38总裁之乱，一定是我眼睛业障重，没有嘛，对不对？哎呀，我看上面聊天室，阿吹呀，加入第16个月嘛，很安详啊，对呀，很和平啊。什么38总裁之乱，刚刚一定是假的吧？我的眼睛业障重，对不对？是吧？是吧？哎呀，我是凤梨，可以吗？好 ，Deco 去补习班，你辛苦了，好不好？然后如果真的有想聊什么的话，猪猪算3月开始比较没有时间去 Play One， 不过有空还是会过去啊。如果你真的可能找不到其他同学聊啊，又有刚好想到 Play One 的哥哥姐姐的话，随时欢迎，他们都会听的，好不好？就让你想到绿界的自动扣款还没试过，所以你们是怎样想一巴掌打醒我？刚刚那不是假的，是这样吗？我等一下一定要去后台检查，我是不是币值设错了？我一定设成印尼盾或者是日币，这样是不是？可以跟贝旭聊就是晚上的场所。竹子，你真的很想下去？好，有空会去。好，最近只想睡。好啦，趁学生时代多睡也可以，因为当我们一旦出了社会，就每天都很心心念念的睡觉，但是没有办法睡觉。计划师姐遇到瓶颈可以找你，要买人让。好啦，淘宝哥，人家毕竟才国中生，应该是不至于要到买人啊，好不好？球球，谢谢跟台吃饭的场所，他是吃货。好啦，是啦，吃货。No P 也谢谢你过来。好，感谢大家，我们到了5点了。5時になりましたから。はい、次の枠に行きましょう。我们到了5点了，我们紧接着带领大家降落到下一个配信吧。次の枠は行きましょう。想要去下一个配信，来，我们选妃时间到喽！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一起共同参与了38总裁之乱，好不好？历史性的一刻，请务必帮我记在我的朱历里面，谢谢大家。我们38总裁之乱，我不会忘记这一天。就连总裁也可以玩成这样，我一定要有相对应的回应啊，是不是？刘妈、珠子又快又慢是吗？我今天有没有 GJ？ 我干的好不好？就你们一句话，有没有 GJ？ 我应该有没有相对应的什么回馈？有没有？来，5、4、3、2、1，施加压力这样。好了，我来选妃了。我们4.0感觉出什么农民力这样是不是？猪民力这样子。好，沙罗学姐也在开台，哇！沙罗学姐这个时候难得可以遇到她。这回应不错，是不是？我也这么觉得，谢谢大家。泡泡也在，手气什么抽什么东西？午安，我现在在选妃时间，哇，这个时间还没越来越多人开台了。丽芙，然后小仓，尼莫，嘟嘟，看一下，你好棒棒，这样可以吗？谢谢刘妈，谢谢。家猫刚刚听歌尾巴也是有个有萨给萨，ありがとう，谢谢各位38总裁，或者是我们的组员，不是组员了，说错了，组长、专员、经理人都谢谢你们，好不好？大鹅、小鹅都是好鹅，是本频道常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念啦，额度的额，当然你们想要把它变成是天鹅的鹅也可以啦，就代表说每个人可以使用的金钱是不一样的。像有些学生可能每天可以贡献个30块，对他而言就很吃紧了。但是我们大佬呢，每天可以贡献个3万块，基本上可能就跟30块一样轻松。对，所以我常说大鹅、小鹅都是好鹅。你们愿意用健康的金流，在本频道流动，真的都非常感谢，不管是大鹅还是小鹅，谢谢你们，好不好？谢谢球球。好了，大鹅、小鹅都好鹅，但我不缺便便哈。我不缺便便哈。うんこいらないわ。うんこいらないからね。ごめんね。
帕帕，然后左蓝在画图。我们去帕帕那边玩好了。帕帕现在在唱《腐草为营》，是一首非常唯美的歌，但是那个腐是那个腐女的腐，然后我就走心了，对不起，帕帕，我对不起你，帕帕，我来找你了，可爱的帕帕，来，一首，好了，帕帕，来，一首，我还在想说，这个是改歌名吗？想不对，这应该不是改歌名。我要腐就兴奋，好了，我反省好不好？好，以上で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我带大家到片尾喽。来，你们先逛一下高雄，但是好像也没时间逛高雄，好不好？对，我们即将要降落到帕帕的频道。来，你们像 B 卷可能有点大声，我把它切小声一点哈。这应该 OK。那你上来才说不应该再花钱舒压了，这又没办法抖，没有关系啊。对，每个人的金钱调度本来就比较对，就是我觉得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比较重要，好不好？就是也唱这首歌，好啦，我有机会练一下，搞不好意外的适合我唱，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タロニーちゃんの配信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谢谢你们大家，那我们即将降落到帕帕的频道，听他唱歌了哈。5秒，马上降落哦！5、4、3、2、1，大家拜拜喽！我们去帕帕频道有礼貌哦。それではまた来週，下周见，大家拜拜，拜拜。